讲什么，这是我真趣味的代志，因为咱台湾这个语言文化真重要，真重要，拢生活中的、宗教中的物件，所以这内底一定有咱台语内底真深、真趣味的内容吼。所以我今仔日真欢喜来听，那现在较生活歹势咯。啊，这边两个，一个主讲者是温宗汉先生，足少年的嘛吼。我基本上做 CEO 呢，真恐怖呢吼，所以这英文足少年的吼。啊，个一个郑家豪的先生，跟你，我捌听你来演歌戏嘛，对不对？我去看歌戏啊，对对对。啊，咱真少年的，好好受欢迎啊！即摆就是开始啊嘛吼，咱这个像你来看。是不是？这你先讲，这你好好好。大家晚安，大家好，我是嘉禾吼。也今仔日呢，真正欢喜啊，非常荣幸，多谢基金会今仔日就是找我来替宗汉吼小温吼来介绍这个今仔日要所演讲的题目，就是讲啥物台湾民俗的保基维基。甲无形文化资产的教育任务，也关系这个主题呢，其实我会使讲，我本身是一个台语系毕业的人，也我无就是做一个台语教师，但是我的专长是咧做，进前啦，我读师大文所的时阵，我是咧做马祖研究的，所以是真理所当然是一个无够专业的台语人，也无够专业的民俗人，吼，也不过其实这内面。一个最重点就是讲，其实台语人因最欠缺的是台湾文化知识，而且就是民俗人其实最欠缺的是台语的能力。所以今仔日咧也望讲宗汉啊，今仔日会当就这个主题，会当甲咱在座各位，不管是对台语有兴趣的，也是讲对民俗文化有兴趣的，咱会当另外有一站无共款的。理解甲了解，会当互大家一块开拓。也如果恁有任何的问题呢，会当咱会后吼，会当互伊一寡就是问题啦，希望讲会当互伊一寡无共款的想法，是讲咱大家有无共款的想法的交流安尼，吼。也伊是足紧张的是，啊，一直有人就对啊。叫伊出来，啊不啦，对吼，来就是因为其实我今仔日就是恁拄有看到我迄相片，就是迄歌戏，迄是我本啊，所以我是感觉讲所有的海报内面呢，就拄我就是上 over， 就是因为基金会讲，嘉禾你做歌戏，咱摕一张歌戏的相片啊来刻安尼吼，所以就是对你较无欠了，廖准讲即场是要讲歌戏啊。对，你嘛小可唱一下吼，好，无要紧，好，来，咱即个将时间宝贵到，咱宗汉来，希望讲今仔日讲题当，互大家有无共款的想法甲启发，多谢。各位朋友大家晚安，大家好。我叫宗汉吼，即摆伫静宜大学台湾研究中心做项课吼。即几年我做的即个主要研究吼，拢是伫个民俗文化即个部分吼。实际上我其实嘛毋是对规个民俗文化吼做一个足深入的即个研究啦吼。因为我伫做的比较较是迄种。理论吼，还是讲做即个民俗史吼，即种概念的即个研究吼。实际上我另外一方面嘛有做一寡调查啦吼。尤其是台湾伫个2005年吼，因为即个全世界联合国的即个教科文组织吼，有即个无形文化资产策动了后，其实为2005年开始吼，伫个全台湾有真侪即种民俗的调查吼。即摆我安尼看起来，敢若我调查做的是做上侪县市的吼，因为项目上侪吼，就是我做的即个调查项目上侪吼，因为2005年到即摆吼，我捌做过屏东吼南投，台中嘛捌做过吼做的即个调查拢是全部的即个民俗吼，佮即个全部的即个传统艺术吼，拢有做一个调查吼，传统表演艺术吼。所以即几年可能对文化资产吼一寡比较较有兴趣吼，来
做一寡了解，啊，尤其是希望伫个即个文化资产的即个基础内底，去看到咱民俗文化的一个未来的出路，啊，所以今日受到即个李工局咱文教基金会遮邀请其实一开始我就是想讲，会使提供一个咱母语的工作者未来可能会使发展，也是讲会使去接触的一个我感觉是真大的文化工作就是讲其实伫即个我相信在座各位拢有甲廖瑞明教授拢有做拢有熟悉啊，其实过去我嘛甲廖教授定定咧探讨即个议题就是讲其实咱台湾社会对母语的即个熟悉拢无够。啊，伫个政策政府的政策咱其实有足侪会使投入就是讲咱会使做伙来做一寡服务的所在啊，咱拢还袂去做甲遐啊，甚至讲咱的政策其实有足侪部分拢刻意的故意甲即个母语的部分甲淡薄掉啊，所以文化资产就是其中一个项目就是伫个全世界无形文化资产的即个探讨内底，其实拢有探讨着母语的部分敢若全世界即摆目前敢若台湾无伫处理咱的文化资产无处理母语尔全世界即摆敢若咱安尼尔啊，所以这是我今仔日可能徛伫个一个。就是讲即几年来我的一个观察尤其是最近我定定做迄个先天上帝甲动机研究所以像咱看到即个画面咱即摆看到即个相片我叫伊是全台湾上缘投的机动所以伊叫做陈建武就是新北溪遐的一个机车机件最近嘛拄啊好迄个。通灵少女个像迄个什么新的迄个直剧场迄出叫花甲少年、花甲男孩登大人像登大花甲男孩登大人即个连续剧内底嘛有即个讲到即个激动的部分所以我想可能咱针对即个部分会使做一寡探讨啦。所以其实我今仔无啥物特别准备我本来是想讲，咱会使较轻松的我本来是想讲，我来就是讲就好结果他拄仔伫迄个中央院叫我一个朋友伫遐甲伊见面我就想讲，敢无准备些怪怪所以我牵几条相片互大家看，咱会使做伙思考。咱的即个母语的传承伫个民俗内底的重要性所以我可能会分做两个阶段第一个部分是咱探讨民俗内底咱的母语有偌重要讲台语啦，讲客语讲你即个每一个族群的即个原住民家己的母语伫个即个。民俗的传承内底重要性是啥？第二个部分就是要来探讨，其实咱头拄仔特别讲到，咱的全世界，咱台湾的即个无形文化资产故意甲即个母语的部分放袂记所以即个部分咱会使安怎来破解但是迄个文化资产的部分我无特别做 PPT 我伫个，但是过去伫个我的即个论文是一寡讨论内底我拢有写着即有机会咱则做较详细的资料等下我可能是做一个引言互大家可能会使思考看卖未来咱会使做伙伫个即个部分来做一寡努力安尼今仔其实有小可紧张因为迄个我过去伫个即个。演讲的时阵拢讲台语较济我做调查的时阵嘛拢讲台语但是我从来毋捌伫个一阵全部拢是母语的工作者的面头前我较早若讲台语但时不时就讲你迄音无啥准所以我先甲大家较抱歉的其实我是奥客就是袂晓讲客语的。人就是讲我是迄个桃园遐的客人阮阿公迄代就袂晓讲客语所以阮失去了后呢，传承的拢是漳州话拢是漳州其实嘛毋是漳州话因为我自细汉伫高雄大汉所以拢小可臭味轻所以其实咱爱倒转来思考一个问题就是讲啥物物件是民俗文化咱会使思考看卖啥物叫做民俗文化。咱创造一个文化，敢是民俗咱也是创造一个文化出来
敢有算是民宿？这个问题可能是咱爱先思考的问题。我举一个例，像咱台北遮，逐年拢会办一个足大的活动，叫做台北城迎妈祖，大家敢捌听过这个伊迄个中文的全称是啥？北台湾妈祖文化对，北台湾妈祖文化节，像当年咱台北遮拢会办一个北台湾妈祖文化节，我先甲大家考试一下，捌听过这个活动的乐手？太好吼，足侪人吼。恁感觉这个活动敢是民俗？是啊。感觉是民俗的乐手，你感觉伊是一个民俗？你莫因为我问啊，你就讲，你就讲，迄毋是吼。你感觉这是一个民俗的文化乐手？你感觉是？你感觉嘛是？你为什么感觉迄个北台湾妈祖文化节是一个民俗？因为传统文化搁创新，叫做最新的物件嘛算文化。传统的文化搁再创新你讲一个创新的对所以你感觉伊就是一个其实我安尼感觉伫上课的，我看。但是我感觉这个物件爱先讲一下因为我本来是无要讲民俗的问题啦但是我头拄仔常想到，就是讲你看遮在座足侪拢年岁看起来拢比我小可大一岁啦拢是一寡哥哥姐姐结果一个年岁比恁较细的人，等遮咧甲恁讲民俗，听起来敢怪怪。照你来讲民俗的物件，咱传统的即个观念内底，毋是感觉讲你着年岁较大，你的民俗的经验较丰富，对无？你可能较捌一寡即个民俗文化生活的即个知识，可能较有法度讲为什么是一个迄个囡仔胚仔尔你甲大家讲即个民俗的代志，所以我想讲，咱可能先来熟悉一下民俗到底是啥，其实有真侪人，咱其实受到即个殖民统治为即个清国的时代到即摆一直到即摆，咱拢毋是台湾人家己的国家所以咱对咱家己的文化有当时其实有一种脱节啦就是讲咱可能毋知影讲即个要安怎看待家己的民俗家己的风俗这件代志我感觉上重要的一个部分是咱即摆我最近即几年阮有经营一个即个脸书我头拄看朋友才伫后壁偷伫直播尔迄个即摆民俗乱谈有人咧看吗？真的有嘞！阮有经营一个民俗乱谈就是希望探讨民俗的代志但是发现一件代志，就是讲足侪人甲什么是民俗，什么毋是民俗伊分袂清楚，分袂清楚。其实咱无法度甲民俗，什么是民俗，什么毋是民俗，分好清楚咱若无法度做即件代志，其实咱后壁个议题就免讲啦因为什么物件拢袂使保存啦。你只要感觉伊是有够传统的物件，就会使保存嘛。像咱迄个较早可能较老一辈的人就知迄个蒋介石挑伊的时阵，全台湾拢去甲哭嘛，对无去共哭，迄敢是风俗？迄嘛是看起来敢若是一个礼节你若感觉迄足重要，咱就甲维持，对无所以咱即摆其实咱即摆做迄个蒋公诞辰纪念日足无诚意的，你无嘛伫恁兜门口摆一个灵堂，等遐哭，对无？无你安尼有意义因为纪念他有没有较虔诚一点，对不对？像这其实迄个像咱即摆看到即个青北溪这是青北溪基因遐较早的迄个蒋介石挑伊的时阵，因就是甲迄庙足侪庙都被强迫安尼做，就是甲因的庙门封起来。伫庙门庙的头前摆一个灵堂，蒋介石的灵堂就迄个规个砖头的人就带来遐等遐摆等遐哭安尼所以讲迄个后来迄个蒋公诞辰纪念日拢办了无够诚意所以迄个蒋公实在有够可怜开玩笑像这敢是民俗？蒋公的诞辰敢算是民俗？我搁问一个问题。掠宝可梦敢有算民俗？感觉掠宝可梦是民俗的野手？大家拢无感觉宝可梦是民俗？安尼我搁问一个较趣味的，食麦当劳敢有算民俗？这嘛是
怪怪吼。好，啊无咱搁问一个问题，钢管女郎敢有算民俗？咱定定看到迄个庙会啦，就有人迄个钢管车对吧？吼，啊，迄敢有算民俗？迄敢是咱的民俗？哦，感觉钢管女郎是民俗的野手。拢无人野手，哇！恁遮的人那歧视的心态就重啊。基本上诶，我伫个我的观念内底，我感觉钢管女郎当然是风俗，吼，伊当然是民俗的一部分，吼。咱可会使想啊，但是像头拄仔讲的迄个北台湾妈祖文化节吼，迄1%1亿一定毋是民俗，绝对毋是民俗。迄伫个我的定义内底，绝对毋是民俗。哦，伊有一个很类似的活动啊，吼，像迄个中华，中华嘛是逐年拢办一个妈祖的绕境，吼，中华县政府吼办即个妈祖的绕境吼，逐个去算安尼吼，啊，迄中华县政府迄个妈祖的绕境吼，迄嘛毋是民俗，所以有一年吼，伊迄个某一年的即个中华县的文化局吼，有一个科长吼，就问迄个。文化资产的委员吼，就问讲，老师，阮这个活动办了有够盛大的吼，啊，这有够赞的，足侪人参与的吼，啊，咱这是毋是会使登入民俗文化资产？哦，啊，迄个老师是林保恒教授啊，吼，一个就甲拍枪吼，讲恁迄是官办活动，恁迄毋是民俗，哦，啊就没有让他有机会登入啊。啊，所以咱会使思考一个问题，就是讲，是毋是传播物件，咱拢会使甲看做民俗？伊若是足侪人参与，啊，伊是足侪人即个拢知影的代志吼，伫个咱的知识内底拢有吼，啊，咱会去参与伊，啊，咱会去了解伊吼，啊是甚至讲伊看起来敢若有小可即个民俗文化的即个元素伫个吼，伊是文化嘛吼，咱文化太容易了吼，像咱坐咱遮逐个啉咖啡，这嘛是一个文化，对无？吼，喝咖啡也是文化，吼，那所以。到底什么是民俗？这其实是爱经过思考的，就是讲咱爱有一寡对话，一寡思辨。啊，我为什么感觉钢管车一定是民俗？因为伊迄是民间社会家己自然形成的，哦，没有人强迫他一定要去跳钢管舞啊，对不对？哦，当然那个我若是我去跳，一定无人看，对吧？但是若是像讲郑家和去跳。一定就这样看，对吧？嘿啊，那个小鲜肉，对吧？但是我是肥吧，较无人看。但是民俗的这个部分，其实有一个真大的部分，就是讲伊是一个唔免人特别去推崇，还是讲唔免人特别去做一件代志，伊就自然形成的，哦，自然形成的，咱会甲看做是民俗，哦。所以我举一个例，吼，像这个电音三太子敢有算民俗？电音三太子敢有算民俗？有嘛吼，因家己形成嘛吼。当然伫个其实有我知影有别个民俗的这个学者吼，伊会讲电音三太子那会使算民俗？迄等遐后背跳，跳迄也无成舞啊，迄会使做民俗啊。有别个民俗学者是安尼讲吼，啊，但是我感觉伊迄嘛是民俗吼，因为咱实际上咱来看这个电音三太子形成的这个过程吼，其实伊是伫个2000年进前吼，在我们进入21世纪进前，其实就有这个现象吼，即个太子吼，三太子的这个顶头吼，伊开始甲一寡流行的歌曲吼，像讲伊甲一寡较早嘛有人唱迄个造飞机啊，吼儿歌啊，吼流行歌曲，伊甲摕来甲这个三太子的这个顶头表演吼，南做伙。利用这个音乐来跳，就是毋是用传统的咱看到锣鼓队，所以伊形成这个现象了后，就有人看到讲，伊安尼介新鲜的所以因就开始摕一寡新的物件像电音就开始出来，所以伊是慢慢形成的，伊伫咱民间社会家己慢慢堆积起来的文化，通常咱会甲这种家己慢慢形成的文化看作是民俗，你所以这个时阵，恁就会使想看卖。我头拄仔问讲宝可梦，迄嘛是家己形成的啊，又没有人强迫你一定要抓宝，对不对？就抓宝好耍啊，好耍啊，蒙耍对吧？我即摆我嘛伫抓宝，所以宝可梦足侪人参与的对无？伊嘛是民间家己形成的啊。为什么宝可梦毋是民俗？为什么？
迹象嘛。伊是自然形成的啊，敢有人强迫你抓宝无嘛？哦，厂商去推杀的啊，有人推杀的就无算就对啊啦。哦，你的意思是安尼嘛？台湾都有。伊个过去就无啊。有一个，你讲到一个重点，伊毋是台湾独有的啊，这是一个部分啊，还佫有无？过去就无啊。过去就无啊，这个热潮过去就无啊，哦，所以像即摆较早伫路上凊彩掠的一堆人伫抓宝，哦，即摆拢无啊，哦，渐渐消失去，啊，佫有无？佫有人有啥物看法无？为什么掠宝可梦毋是民俗？商业性吼，但是全部民俗拢甲商业性有关系啊。你看即个，咱看即个咱若像今仔日拄啊好迄个5月13日看人对无？哦，咱大着定伫听即个盛虹吼，听盛虹伊毋是做者商业活动嘛，伊做者经济活动啊，对无？哦，5月13啊，对啊，所以伊迄嘛是做者经济活动啊，伊嘛是商业目的，它促进我们地方的即个发展，对无？咱地方靠即个条件，大家拢有真好的发展，这嘛是一个经济足好的即个发展啊。啊，像迄东港迎王送王，对无？哦，伊送王的时阵，甲迄只王船烧掉，换来足侪观光的即个热潮，哦，足侪人为着要看迄送王，等遐大，等遐食物件，哦，啊，所以这嘛是商业啊，对无？啊，为什么商业的袂使做民俗？伊一开始东港迄一开始应该嘛甲商业无关的，迄是甲尾啊另外附带的。为什么一开始甲商业无关系？本来就是迄个借着迄个冤魂嘛，迄个往死的。哦，所以其实恁有讲到一个重点啊，就是讲其实迄甲迄个除瘟吼有关系嘛，吼，甲瘟疫小可有关系吼，跟王爷的即个信用的特性有关系啦吼。所以咱其实爱看到一个物件，就是讲全部的民俗文化其实拢有一个本质性的。就是讲，这个物件是伊本来就是安尼吼，伊是经过一个时代，经过一个时间，慢慢啊流传落来，就是一代传一代啦。吼，伊毋是靠这个像讲头拄讲的吼，商业炒作吼，伊就有法度这个流传吼，伊是靠啥？伊是靠咱民间的社会吼，家己慢慢啊堆积起来的价值观。哦，价值的观念，吼，所以像咱伫讲迄个情人节，哦，西洋情人节敢有算民俗？敢有算民俗？2月14号西洋情人节，无算民俗吼，有人最侪人摇头吼。啊，父亲节敢有算民俗？8月8父亲节，哦，88节，哦，啊5月这个母亲节敢有算民俗？圣诞节敢有算民俗？外国的民俗。迄外国的风俗，哦，所以他倒其实有讲到一个重点，就是迄毋是咱台湾人的物件，哦，安尼，但是咱搁回想倒来，就是讲，啥物才是咱台湾人的物件？啥物才是咱台湾人的物件？其实这是爱经过思考的，哦，就是咱伫讨论即个民俗的时阵，吼，定定会袂记一件代志，就是讲，其实伫个即个全世界的即个民俗学的讨论吼，都有讲到讲民俗的形成呢，其实是一个社区吼，也是讲一个社群吼，即个遮全部的即个人共同形成的一个文化的价值观。哦，就是讲，伊是即个族群，也是讲即个遮个咱看到的遮个有血缘关系，也是无血缘关系，伊是透过即种居住生活习性，哦，为即个文化上的吼环境上的即种关系吼形成的即种价值观啦，吼，就是讲伊是迄种价值观，哦，伊袂改变的。所以民俗其实是伫个咱的生活当中吼，定定真普遍看得到。袂因为你个人的选择改变。我凊彩举一个例，咱遮我相信一定做者基督徒对吧？有吗？咱遮有无吗？我安尼讲咧，等下去得罪基督徒啊！像讲咱咧讲民间信仰对吧？咱即摆现代人，咱会感觉民间信仰是一种个人的吼，像讲信仰是一种个人的，哦，你是个人的即个选择，宗教的选择。但是民间信仰伊是属于民俗。所以民间信仰伊敢是个人的选择，
它会不会是个人的选择？敢袂？基本上袂，因为呢，民间信用伊若是民俗，伊若是民俗的一部分，伊基本上就伫个你生活伫个即个土地，你伫个即个所在出世，你接受着即个所在文化，你得接受即个民俗的观念。所以我举一个例，我定来讲即个笑话啦吼，我讲台湾的即个基督徒吼，足可怜的，因为咱拢知影迄个基督徒袂使食拜拜过的物件，对无？吼，但是台湾基本上你只要是食台湾的米吼，咱无一座田吼是无拜拜，你知无？吼，就是讲咱每一座田拢是拜拜过的吼，所以基本上基督徒你除非你是食进口的吼，啊无你基本上你全部的你食过的米、食过的菜，全部拢是拜过的，吼，基本上是安尼啊吼，你袂因为我今仔日我选择做一个基督徒。我今仔日开始，我就不接受，还是讲我就无受到民俗的影响，绝对无可能，吼，绝对无可能。啊，你嘛袂因为讲，今仔日你为一个即个无信用吼，还是讲你是一个民间信用的人，结果你你即个受洗吼，你变做一个基督徒吼，啊，你今仔日你着基督徒，你着感觉讲我要摆脱民俗好，我要特立独行吼，以后参加郑家和的婚礼，咱拢包白包互伊。啊，敢袂使安尼？袂使嘛？你比如我基督徒呢，我为什么要接受民俗啊？包白包给他，可以这样子吗？不行啊！但是伫个国外，伫个别个国家、别个社群内底，敢有人参加人的婚礼是包白包的？日本就是安尼。所以一个国家还是一个所在，吼，一个地方，伊形成的这个风俗，基本上是迄个所在长期以来传承的一个观念。哦，就是一代传一代啊！哦，伊迄个一代传一代，一代传一代，即个观念根本无需要用广播，伊嘛无需要拍广告，伊嘛免讲，咱大家做伙来做一件代志，好无？根本唔免，伊是自然形成的一件代志，哦，自然形成的一件事情，咱得甲看这是一个民俗，哦，咱才会甲看这是一个民俗啦，吼。所以中秋节烤肉刚好是民俗。才够有人看过我的文章，其实我捌写过一篇哦，迄个李晓峰教授其实捌骂过迄个烤肉吼，我有写一篇文章反驳他吼，烤肉敢有说民俗？恁遐一听就知影讲，我一定是讲烤肉是民俗吼。中秋这烤肉绝对是民俗，就侪人会当做迄个中秋这个烤肉是金兰烤肉酱造成的误会，其实完全毋是吼。我后来去找。迄个金兰烤肉酱是伫迄个国历吼，伊迄年他推动那一年是伫个国历的4月，新历的4月推出烤肉酱的。啊，咱台湾人嘛则奇怪，新历的4月甲即个中秋节中有啥物节？中有清明啊，咱无要敬清明烤肉，对无？咱全家去陪墓陪的，啊，伫个门口，伫迄个墓，对无？伫墓的边仔遐烤肉，啊，大家甲祖先做伙食，你毋是足欢喜的，对无？啊，咱佫有。迄个端午节对无？5月节，咱迄个淡水河边仔看飞龙船，咱边仔烤肉，安尼毋是足欢喜的。等遐耍水啊，等遐烤肉，安尼毋是加足好的，对无？啊嘛佫有嘛佫有迄个农历7月对无？鬼月普渡啊，规个普渡，咱为初一开始烤肉，甲烤到7月30号，逐工拢烤肉，啊，迄好兄弟啊，随食了，咱随摕来烘。对吧？哦，安尼毋是足欢喜的吗？为什么毋是伫咧7月的时阵烤肉？为什么台湾人特别敬伫咧中秋节烤肉？为什么？暗时啊收话，你为迄个新历，你迄个新历的4月，甲即个旧历的8月15，遮尔长的时间，逐个月拢嘛有月圆。啊，你会使迄个普渡的时阵，透早普渡暗时啊，咱若要赏月，咱7月15迄天，对无？月亮就大粒的，7月15迄潮汐搁较大，迄月亮搁越圆，对吧？咱7月15看月亮更大。然后为什么要特别要挑中秋节？奇怪，台湾人就无聊的，中秋节烤肉，为什么？无聊。啊？较袂较热啊，7月15嘛是袂伤热啊。啊，无咱较晚的嘛，咱重阳节来烤肉，对吧？重阳节透早登山，晚上大家做伙扛吧，安尼嘛袂歹呀。啊，若伤热啊，无迄个啥过年时啊，
对无？咱迄个二九暝迄天，逐个来烤肉，围炉啊，咱即摆拢无围炉啊，咱经迄个二九暝来围炉，为虾米特别是中秋节？其实古早台湾人有讲到一个古早，咱来特别台湾特别。人中秋节就是有想买食油啊的，即种迄落。其实台湾人吼，古早敢有伫想话？食油啊。食油啊可能有，但是台湾人敢有伫想话？我感觉台湾人甲中国人有小可无共，迄想话是中国人无聊，你知无？所以才真正，其实伫民俗的研究的角度吼，台湾人较无伫想话。8月15咱拢伫创啊？拜拜。中秋节上重要是啥？暗时啊，食月饼，食迄8月15对，8月15上重要就是拜土地公。仪式啊，仪式啊。啊，拜土地公内底有一个仪式最重要，毋是干那甲拜尔，有一项物件最重要。想看觅？有一项物件最重要，伊就是形成即个烘拜的原因。毋是，主要毋是生礼啦，迄逐间拜拜拢有生礼，逐间拢嘛听过烘，对嘛？其实是食福即件代志。大家知影食福无？吼，就是利用即个8月15吼。因为其实咱迄个足侪春宫客人吼，有一个风俗就是咱会制作利用即个比较较大重大的节庆吼来制作吼。即个制作的风俗吼，伊内底通常暗时啊，大家拢会食一个食平安餐，对吧？有一个食福的仪式，就是讲你土地公拜啊、拜拜拜煞，咱暗时啊食福，传统社会食福拢是食啥？拢食板刀啊。你食板刀食久，你会感觉安怎？无聊对无？你家族这一年这8月15，迄个好不容易聚在一起啊，逐年拢食板刀，足无聊的。所以伫迄个时代吼，1960年代其实台湾开始有即个露营烤肉的即个风俗入来了后，伫1970年代吼，全台湾的即个烤肉其实就越来越蓬勃。甚至咱伫1970年、80年吼，咱的烤肉用具拢外销，你知道无？尤其是新竹、桃竹苗这一带。咱烤肉用具拢外销，所以中秋节烤肉习俗是为着发展起来。我家己的推测啦，是伫个中北部这个所在，拄好中北部这个所在，因对8月15的这个食福的风俗，其实就看重，所以这是一个结合，结合了一种扩散之后自然形成，但是实际上咱敢若伫个迄个中秋节迄天烘肉。袂啦吼，像阮沙拉去，阮沙拉人，我毋是沙拉人，我是高雄人。但是我去沙拉了后，我互沙拉人惊着，你知无？因为因真正为中元节烘甲中秋节，逐工拢伫烘嘛吼，有够恐怖的。所以，咱发现一件代志，就是讲民间信用，伊其实是一种约束的信用，就是伊毋是讲你话无爱就无爱啊，伊嘛毋是讲你话讲要安尼做，咱就安尼做，你家己一个人安尼做无效，你知影无？我袂使讲。家和啊，生日的时阵，我为着要表现利益，对无？我披麻戴孝去甲伊祝寿，袂使啊，对无？随互因爸爸妈妈拍死，你知道无？迄你共诅咒，嘛袂使伊参加伊的婚礼啊，拢着包白包互伊。迄个观念是啥？包白包迄个观念，咱会感觉迄是你甲伊诅咒。基本上你拥有，就是你有即个信用的观念，即件代志是一种民俗的价值观。这种民俗的价值观念吼，伫个你的思考内底，是你为细汉就开始安怎传承落来，根本毋免人特别甲你讲，你绝对爱安尼做，完全毋免，完全毋免。啊，你嘛会家己的思考着讲，我若无安尼做，敢若袂使。我凊彩讲几个案例吼，咱暗时啊，为虾米袂使吹口哨？有几个会出来对吧？谁甲你讲？你为虾米知影即件代志？恁敢看会到？恁敢通灵少女？恁看袂到嘛？是大人甲你讲啊，你就真正会信吗？所以这个就是民俗观念的那个传承咱嘛定定讲读册人吼，咱拢讲囡仔人吼，食鸡脚袂使食鸡脚，对吧？会使掠破册对吧？会掠破册所以你为虾米知影袂使食鸡脚？谁甲你讲的？阿嬷讲的对啊，恁阿嬷谁甲你讲的？谁甲恁阿嬷讲的？伊阿嬷甲伊讲的。恁阿嬷的阿嬷是谁甲讲的？伊阿嬷的阿嬷甲讲的。
所以这种民俗的传承就是安尼，就是讲伊基本上是一种价值观念的传承，哦，伊爱经过一代一代一代慢慢啊传落来，所以民俗的形成吼，非常的慢，非常慢，吼，啊民俗的即个改变吼嘛非常慢。但是咱会其实这爱去探讨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讲，伊甲一项代志有关系，就是现代化。现代化社会吼，咱做啥物代志拢足紧的。现代社会的即个文化的发展足紧的，所以现代社会文化的发展，定伫破坏即个民俗文化传承也是形成的规则。哦，这是一个真大的问题。所以其实足侪国家伊伫咧即个19世纪的时阵吼，因就开始伫思考民俗的代志。哦，所以19世纪其实足侪国家都有民俗学诞生，哦，非常的多。哦，啊，一直到20世纪，民俗学伫咧全世界几乎拢足普遍啊，非常的普遍。尤其是咱拢是毋是拢笑中共哦，因迄无伫拜拜无神明对无？哦，但是因为1980年代开始发展民俗学，人即摆民俗学有40几个大学咧。民俗学这个科系有40几个大学，啊，因开始伫发展这个民俗学了后吼，因足侪宗教的改革吼，拢是靠民俗学者安怎就会恢复。所以因宗教信仰恢复了有够紧的，因迄放炮啦、烧金啦、拜拜，拢比台湾人较虔诚，你知无？哦，虽然伊有当时无一定知影去拜啥，你甲问讲啊，你著看着你杨萧煌俊哦，这问迄个后壁迄个洪应发博士就知，伊做即个全台湾的王爷的研究吼，后一回有机会使请伊来甲大家分享王爷的研究。像咧你现你著看伊伫萧煌俊，啊，你会知影讲迄是王爷的信仰。啊！你甲问讲，啊，恁这拜这啥？伊讲这财神爷，你讲啥物物件拢会使人做伙啦吼！啊，这是即个题外话吼。但是咱会使发现一件代志，讲民俗吼，其实伫咧现代社会发生了真大的变化吼。啊，所以这嘛是因为这嘛是因为这个关系啦吼。所以咱即摆咱转来要看民俗文化时阵吼，拢有小可麻烦吼，小可费气。咱有当时啊会想无迄到底是毋是民俗吼？啊，咱会定搞混哦。啊，所以咱会做出一些文化判断哦。但是这种文化判断基本上嘛是民俗形成过程一定要经过的哦。咱因为咱知影讲有的民俗是歹的风俗嘛，歹的风俗咱就莫甲留落。哦，像讲迄死鸟吊树头对无？死狗放水头。下恁兜门口若有一丛树仔，一工甲毋通吊猫仔伫遐，你袂惊死才怪，对无？啊，恁兜我家门前有小河，一拍开一只狗仔老落来，就会吓死，对不对？哦，所以这就是歹的风俗其实嘛一直伫改变，啊，风俗伊嘛是一直变化，全部的风俗伊的变化，全部拢是甲咱即个生活文化有关系，哦，拢是甲生活文化有关系，哦，所以头前是先甲，互大家有即个民俗的一个观念嘛，吼啊，刷落吼，才要进入主题哦，但是咱用即个时间去吼。啊，我最近其实我的题目吼，讲即个底下讲啥物吼，就是我最近拢定来伫对当机出伫咧办代志，吼，我家己嘛有伫做倒头，哦，大家听着倒头第一时间想到是啥？就是《通灵少女》内底金老师对无？哦，我都一工讲假鬼假怪，你骗人啉迄个胡仔水的，还是讲骗人迄个买迄个大杯水，对无？你若看《通灵少女》，伊拢安尼演嘛吼。其实上倒头无这里没有这么龌龊啦，毋是安尼人吼。等吼大家看一寡就是画面吼，咱会使做一寡讨论吼。啊，什么是底下讲啥物呢？因为我有一届吼，我会开始做倒头的时候，我发现讲。咱民间社会吼，真正撞到一个真大的断层。咱莫当做迄种纯家和吼，嘛是对迄个妈祖信仰就有兴趣的。啊，伊是一个例外，伊家己讲了真好。但你莫当做足侪去参加民间信仰的人吼，真正对民俗拢足捌的无。其实足侪只是介意迄种感觉，啊去遐翕相，啊去遐甲人开讲安尼尔吼。啊伊其实实际上伊脱离即个民俗风俗吼足远的吼。啊，所以像我有一届吼，是毋是即个啊吼，毋是这个画面，这是4E的画面啊吼。有一届我伫迄个山顶遐吼，啊，着人迄个神明伫射箭无吼，啊，大家敢知影这叫啥物桥？连桥。连桥啊嘛吼，关键对无吼？啊，这关键啥物意思？
毋是咱叫卡啦，差足济个啦。这是啥物意思？你有看到这写啥？先天上帝神位对吧？吼，啊，所以代表这先天上帝伊会来降价对吧？伊来降价，伊就坐伫这顶悬对吧？啊，伊的即个有一个旨意吼，啊，你看遮有一个桥杠对吧？啊，这个桥杠呢，伊就会来出力，吼，所以伫咧头前这个人叫做头什么手？头手，后壁这个人是尾手，吼，头手尾手，啊，伊即摆头手会出力对吧？啊，你甲想看觅神明伫咧你的后壁，坐伫咧即条椅仔顶悬，啊，你出力的时阵，你敢袂使讲话？袂使啊，因为你神明伫后壁，吼，所以基本上咱来咧观念的时阵，吼，伫观念的时阵，头前这个人是定拢袂讲话，因为啥物人伫讲话？神明伫讲话，底下讲伫讲话，伊等才出力嘛，吼。啊，我有一摆吼，伫咧山顶看人绕境的时阵吼，因为像即个新北溪遮的即个信用吼，因当年出去绕境吼，一世纪拢会去甲信徒办代志，就是伊绕境的时阵吼，恁即家伙仔若有啥物代志有需要帮忙，伊就西过甲你处理，吼，伊当机就会跳起来，啊无就是大链就会跳起来，吼。啊，我有一摆看到吼，毋是新北溪遮，是伫咧别位，吼，都看到一个现象，迄大链吼，大链伫出力，吼，伫写字哦，啊，迄边仔的信徒吼，围一群人。啊，围等遐，啊，我敢看无？啊，迄大链写啥？大链写就简单咧，伊就画一个安尼，吼，啊写一个安尼，哦，啊这啥物意思？哈？这啥物意思？挂包6粒。我真正有学生安尼讲啊，挂包6粒，敢是？毋是啊，吼，这是啥物意思？拢毋知影吗？挂金。挂金安怎？6支6000啦，吼，像中部就讲6000，吼，北部可能较侪来讲6支，吼，因为恁毋是正俗称的嘛，吼，中部是正俗称的，吼，啊，所以像伊挂6是啥物意思？就是叫边仔的遮的毕生，吼，毕生其实就是倒头啊，吼，好叫因安怎？叫边仔的人吼，你看的人赶紧去款挂金6000来，吼，啊，要创啥？要创啥？可能要祭改啊，要即个。处理现场吼，有怎啊歹物啊，要甲处理起来，对吧？哦，啊，所以神明安尼写，边仔人应该拢爱看有啊。我本来想讲，迄边仔人拢看有，你知无？结果拄啊好迄天，毋知为虾米边仔人无人看有。啊，我想讲这挂6个遮明显啦，啊，拢无人知影。啊，你知影做一个研究者吼，你会定来想讲，啊，我若伫迄个时阵吼，等遐讲插嘴吼，感觉足无礼貌的对无吼？啊，但是迄底下讲就等遐一直等，等遐一直等吼，底下讲足生气啊，无人看有。啊，我想讲，好啊，无因为啊边仔吼，边仔佫有人讲，底下讲啊，阮真正看无啦，啊无你开口讲话好无？叫头前这个人爱开口讲话啊吼，啊这个人伊就足生气的，伊就讲靠腰，你后迄大脸叫人开口的，伊讲无人迄个头前头手叫人开口的哦。所以结果后来安怎的？后来怎？伊即个边仔人看无嘛吼，啊伊就等迄一直等嘛，写挂那个咧吼，啊就讲挂金6000，紧款来，全部人就挂金6000，啊就紧款来吼，啊款来了后，结果迄电话了境吼，我怎变倒头，你知无？现场敢若我看有底下讲去写啥吼，啊我怎对底下讲安尼去看吼，啊对底下讲去看伊写字吼，纯粹伫涂骹写字吼。其实实际上这有当时写字真正袂清楚啊吼，因为你看伫涂骹写，你迄笔画你若无摇到吼，你可能会有一小可颠打吼，可能看毋到字吼。啊，这是因就像我头拄讲的吼，这是传统社会伫共即个治疗吼，做理疗吼，做治疗的即个服务吼，这是大链处理吼，啊，这是手机啊去做治疗吼，你看这嘛是爱处理用写，啊，所以吼这是机动吼，这是3个形式啊吼，第一个形式是大链，第二个形式是手机，手机基本上像这个是头手。哦，头手基本上伊嘛袂讲话，伊嘛袂讲话吼，敢若机动会开口尔。哦，像这台湾最帅机童哦，就可能你看伊舌头拢挂干咧。我通常讲伊的故事，伊是20几岁的时阵就开始做机童啊。哦，啊伊要做机童的时阵，伊妈妈吼，一直哭，甲底下讲，莫啦，莫掠阮囝啦，阮囝才还袂结婚的吼，莫掠阮囝安尼吼。啊，结果迄个因妈妈为虾米无爱互因囝做同期？因爸爸嘛是同期，
我毋知后壁有相片，无不要紧，因为我毋是摕迄个另外一个演讲，因迄新北溪遐当机吼，因为拢迄个地内里时常伫共服务，吼全台湾去，还有诶当机吼扑迄个零头鱼吼，扑这头壳诶吼零头鱼，扑甲拢6月，你知无？吼，像因爸爸，这陈建宇因爸爸吼，迄个头壳遮佫有刷鱼剑吼，刷鱼剑迄骨刺，佫刺伫遮吼，拔不出来迄种吼，佫伫遮吼，啊，所以因妈妈就讲足烦恼，讲啊伊若还袂结婚吼，啊若万不离若像因爸爸安尼吼，扑甲规头壳无东西哦，啊万一未来吼，娶无某安怎吼，啊所以妈妈会等遐哭。啊，叫帝阿公吼，迄个时阵有足侪激动甲因慰的嘛吼，啊，其中迄个帝阿公就讲，好，我答应你，吼，即个囡仔还袂结婚之前吼，无要互伊用即个零头鱼吼，无要使用无要互伊用吼，啊，所以后来拢创啥？伊后来拢割舌头，割舌头这叫零指鱼吼，这个割到拢烂去啊吼，所以我后来有一摆就甲伊妈妈讲，啊你袂记一件代志，迄两性要交往吼。迄垃圾最重要，你知无？你家迄喙齿吼挂甲拢无感觉啊吼，要安怎结婚吼？开玩笑的啦吼，就是说，你其实足侪激动吼，伊会安尼去做即个服务吼，其实拢是有诶是带天命吼，就是讲伊其实他是带着任务来吼，啊伊会去做一寡服务吼，绝对毋是像通灵少女迄个吼，但是咱可能会使探讨一下通灵少女吼，其实即摆目前咱全台湾吼，头拄有讲着。传播甲即个民俗有关系的电影，也是连续剧，包括《魔法阿嬷》，其实拢有演毋对的所在。哦，《魔法阿嬷》啥物物件演毋对？台湾人死去的时阵，谁甲你带走？你若死去的时阵，啥物人会甲你？乌白无常，你中国人。台湾死去的时阵，啥物人会来甲你带走？乌头买面，恁这就是互魔法阿嬷骗去的。魔法阿嬷就是乌头买面啊。台湾人翘起谁甲你带走？佛祖，哦，你这佛教的，咱的迄个系统无共，讲到遮为止。你迄佛祖的，恁迄是佛教的，佛教甲民间信仰无啥共哦。咱咧想有一个观念，宗教吼，像佛教、道教、基督教、天主教这吼。宗教是一个人吼，为着要超脱，为着要超越伊个人的即个知识，也是讲伊个人的信仰的即个心理吼，伊想要有一个升华，所以伊会去参与宗教。全部的宗教拢爱有一个物件叫做入教仪式，对无？哦，你拢爱有一个入教仪式，但是民间信仰爱入教无？完全毋免吼。所以我讲民间信仰毋是宗教，民间信仰是一种约束的。伊是伫咧生活，伊内化在我们生活当中的哦，是生活的文化，哦，生活的文化。啊，这个民间信仰内底的观念，吼，咱所以咱伫咧民俗文化，伫咧民间信仰内底会使看到一项物件，就是咱作为一个台湾人，咱的祖先一直传落来迄个价值观念是啥？啊，我们一定看得到。啊，你若无法判别的，代表你是。其他族群的，你若无法判别这个民俗，你就一定是其他族群的，所以他都要讲黑白无常，迄中国人会更加了走。有头尾面的迄是吼，迄个现代的迄个影视娱乐影响的吼，迄嘛说你也走。当然人是咱若过往是向来了，其实有过来的讲法，有一个讲法是土地公，有听人安尼讲过无？吼。啊，较普遍吼，其实过来讲法啦吼，你较普遍的是啥物人？较普遍是谢将军，对，啊，七爷八爷大二爷啦，哦，大二爷，所以你看迄个大条条，迄个成风爷伫廖境的时阵，拢啥物人出来？大二爷出来啊，甲你惊一下，你挑伊我甲你掠走的，你知道无？所以那个是一种威武的那个象征哦，就是那是一种这个要甲你惊一下吼，你平时啊，互你毋敢做歹代志吼。所以七爷八爷甲黑白无常有共无？伫咧民俗的研究内底，阮袂甲伊看这是共一种，但是伊有类似，哦，伊是相近啊，吼，你袂使讲伊完全一样，基本上你袂使讲伊完全一样，哦，伊是类似，一个乌一个白嘛，但是黑白无常两个白悬啊，咱七爷八爷一个大箍一个瘦的，对吧？吼，像我就适合演迄个八爷嘛，哦，大箍带那个 AA 啊，对吧？吼，啊所以。像伫咧咱即个民间信仰的观念内底吼，
咱看到即个机动吼，也是讲咱看到即个机的文化吼，其实伊拢是有一套即个文化的即个形成伫进行。基本上一个当机吼，像一个当机，伊敢会像咱，其实咱即摆足侪人对机动有一寡歹的印象吼，咱感觉迄当机拢骗财骗色，对不对？吼，像咱陈建宇，我大概演讲拢讲，虽然足侪人想要互伊骗吼，就是讲希望骗色给他，吼，给他骗色吼啊，但是基本上机童敢会骗色，基本上袂。因为吼，伫咧传统的即个民间信仰内底吼，什么人会甲当机做伙坐金？大家知影一个当机要安怎形成无？一个当机是安怎形成的？当机毋是讲我今仔要做当机，我就会使做当机呢？伊爱经过什么人同意？像头拄仔讲的，因爸爸妈妈对无？因爸爸妈妈若无同意，就袂使做当机吼。啊，所以因爸爸妈妈会同意，啊，佮什么人会同意？神明要甲你啊，神明爱神明，迄是神明敬的嘛。哦，啊，神明敬好，爸爸妈妈会同意嘛？啊，佮什么人？佮九贤七祖，九贤七祖就是伊公妈，哦，伊历代祖先，哦，全部拢会同意，才会使做当机。啊，嘛毋是讲全部同意了，伊就会使做当机呢？伊佮安怎？伊佮经过坐禁，坐禁即个过程，伊佮训练，哦，训练伊骹步啦，爱会晓开口，会晓即个动武器，哦，就是动武宝，哦，即个物件伊拢会晓。会晓了后，伊才会当安怎？伊才会当做当机。啊，做当机，佫毋是讲伊会使凊彩做，哦，伊是基本上传统的当机拢是配地方的。咱即个地方有代志，啊，还是讲咱地方有需要啥物服务，咱会来处理。所以咱看到印象内底讲迄个当机骗财骗色吼，其实迄拢毋是当机啊。基本上当机吼，袂凊彩找人去双修，你知道无吼？所以我大概演讲拢问那个问，虽然你们很想要跟他双修，可是你们没机会，除非你是他的比生。比生什么意思？就是倒头。吼，坐金的时阵，基本上是倒头，甲什么人去，甲当机入去。吼，所以伊就算要后爸母，伊嘛是干来会使甲啥母尔，甲倒头母尔。基本上伊袂凊彩找一个人去迄个坐金嘛吼，所以你看吼，咱其实对当机的误解吼，足深的。即个部分其实是国民政府伫咧即个1960年代吼，50年代其实就开始啊，因做足侪即种文化的政策吼，甚至出册，像较早有一本册叫《迷信害人知多少》，啊内底拢伫讲当机的歹话吼，啊常常拢有伫写迄个当机机动安怎共骗，啊其实迄内底有即个故事拢是编来的吼。啊，另外一个现象其实就是通灵的现象，通灵的现象甲传统机的文化是无共款的，哦，所以通灵讲求灵修，我常常讲，那迄个凊彩一个人去双修的吼，迄一定加减拢是通灵的较济啦，哦，毋是传统的机动，毋是传统的机动。所以像咱像我伫接受即个传统的机动的文化的时阵，就发现一个物件，就是讲伊遵循的吼，就是讲伊即个遵照的即个。一套物件吼，迄个文化的迄个物件，其实是有伊原本的一种发展的历史，伊原本的运作的逻辑。即个物件基本上是咱台湾社会吼，老一辈人留落来，啊，伊每一代就去传承的，所以伊袂家己发展出一套物件，吼，像讲咱伫看即个通灵少女内底吼，有一部大家回想者，拢有看过通灵少女嘛，哦。有看过野手？哦，有好，太好了，那可以讲一下。通灵少女有一部伫赶即个赶鬼啊，有无？大家有印象无？迄个囡仔人互一个小女孩挖掉对吧？啊，所以即个迄个谢雅珍吼，伊就摕一个香炉对吧？吼，啊，莫摕一个伤危险，伊摕一个香炉吼，假设这香炉好啦，吼，摕一个香炉对吧？吼，啊，就手着按大伫遮，啊，讲啥？哦，退。啊，我奉什么天上圣命之命啊！退哦！伫咧传统的机动，敢会安尼处理即件代志？基本上袂哦。传统的当机呢，伊若要像讲即个人卡着音哦，伊若卡着音，传统的机动会派啥？伊会派符啊，伊会派符灵，互伊转去食哦。啊，除了派符灵，伊可能会派符灵，互伊转去洗哦。啊，伊现场嘛会甲收。现场嘛会甲收，但是毋是讲伊现场随收就随好啊，因为遐个音的伊可能伫咧现场伊毋敢来啊，
但是即个嘉禾啊，伊若是离开咱遮厝，我较正气对吧？吼，所以边仔即摆可能袂有阴霾嘛，但是伊等会离开，可能后壁缀一阵对吧？吼，所以伊伫个伊即摆现场甲收拾好对吧？收拾好，伊毋是讲叫伊转去，就安尼就好安尼，因为新兵伊转去新兵就无伫伊身躯边啊，所以要安怎？伊就就讲吼，剩有诶就互伊呼令有啊，吼，你看我这粒最大粒诶吼，中南。从来不怕，因为够大颗。那所以这嘛当机牌吼，所以伊像讲伊开一个壶铃，互伊对吧？吼，互伊炸心，吼保平安。啊，伊个会开啥？开壶啊，互伊转去啉。吼，所以伊伫厝内吼，甲伊清好较清气的。吼，啊，除了开壶啊，佫会开啥？其实足侪民俗的植物吼，咱拄啊好讲的，拄啊过，拢用会着。像讲有当时会着开啥？盐米对吧？哦，盐米会使安怎？晒盐米对吧？晒盐米是赶阴的对吧？哦，啊，像因厝内可能无清气，伊就派一条壶铃，叫伊安怎？让即个盐米伫咧厝内湿湿的，对吧？哦，厝内要安怎晒盐米？老一辈可能较知影，要安怎晒盐米？啊，胃内底晒出去外口嘛，哦，象征安尼才会使甲即个鬼胃内底赶出去嘛。哦，啊，所以像即个晒盐米的这个过程，其实是民俗性的。是毋是当机做即件代志，敢有要紧？其实无要紧，你一般人嘛会使。但是你当机是啥物人？当机就是神的。基本上当机毋是神明的代言人，基本上当机就是神。伊咧甲你讲话的时阵是先天上帝伫伊的身躯顶悬，咧甲你讲话。所以神明在帮你服务做即件代志，绝对比你家己等遐晒盐米佫较有效。你有当时啊，你家己等遐晒盐米，你迄个壶啊，你可能去苗人体吼，湿湿的，啊，人迄鬼啊较厉害吼，啊，互你摄着哦，足疼的，吼，啊，等到佫甲你吼，对无？甲你害较愈深吼，啊，但是新兵开互你的壶啊，就是无共啊，对吧？啊，所以伊才有法度比较较即个较有能力吼，才去做即件代志，吼。啊，除了剩晒盐米啊，佫啥？青啊，有法知影用青啊无？像咱迄个5月节，咱爱洗五溪水对吧？五溪水内底还有青啊，甲有啥？香嘛，吼啊，有诶讲是蒲龙对吧？蒲龙甲香其实是共一种物件，都是爱属的。哦，那像这拢是较比较较一般的对吧？哦，比较较一般看会到。啊，我常常听到一个物件吼，就是足侪人拢毋知物件，就是有捌听过刺仔心无？敢有人知影啥物叫刺仔心？拔刺敢毋是？刺仔心是你讲啥？种诶拔起来，泡较臭。刺仔心吼，其实就是有刺，有个叫刺仔花啊，刺仔心、刺仔花，有刺的花，有刺的物件拢会使，就讲芦荟，芦荟就是吉利，对吧？啊，这种刺仔心有刺的，玫瑰花这嘛有刺的，你讲只要有刺的，所以你看哦，传统的机动是派这个民俗的植物。民俗内底，咱本来咱就知影的即种，咱的知识内底，咱的价值观内底本来就有的物件，佮加上神明的即个符啊加持，互你去使用。传统社会即个移动的文化是安尼哦，伊袂凊彩做一套，你完全毋知的。所以常常有人问我讲啊，迄公鸡是真的假？我讲有人只要是有神吼，公鸡就是真的啦。啊，若有人就有假啦。啊，但是传统社会，咱敢有法度知影讲这个公鸡是真还是假？绝对看得出来啊！你只要是活伫个传统社会内底，活伫个这个民间信仰的社会内底，你凊彩看，你拢看有这人是跳真还是跳假。哦，所以其实咱有当时啊吼，对移动的误会、误解，是因为咱脱离这个文化，咱脱离这个民俗。所以咱才会感觉讲，迄看起来敢是假，实际上是你家己毋知，吼，你对这个物件毋知，所以你才会感觉讲那个东西脱离我们，吼。啊，通灵无共的，通灵其实是咱台湾社会一种灵恩现象，就是讲，迄个物件是受到一个殖民统治压抑伤久，吼，脱离出来一个现象啊，吼，就是有大量的通灵人伫台湾出现，吼，所以像走灵山啊、会灵啊、修灵、训灵，吼，这种现象拢是新的，吼，伊毋是传统迄块，吼，但是伊有另外伊家己的那一套脉络。
哦，啊，甲传统的较无共，吼，啊，并毋是讲伊迄无好，只是讲伊迄个部分，甲咱传统看到毋是共款的物件，吼。啊，我观察到的一点就是讲，咱足侪民俗的物件吼，像我头拄讲的刺仔心，你若毋是用即个母语讲，你若毋是用即个，你若毋是伫咧咱的文化内底知影即个物件，这以后就无去啊。哦，啥物叫刺仔心无人知，吼，因为大概底下讲吼，我大家看到就是底下讲派啥物物件，边仔人就一直问。啊，其实迄物件有够简单的啊，迄物件有够简单的，迄种民俗植物、凊彩找拢有的物件，啊，结果大家拢毋知，啊一直问。哦，所以我定定讲底下讲吼，咱台湾的新名吼，台湾的新名一定是讲台语的吼，台湾的新名无你讲迄个，无你讲中文的吼，啊所以。伊大概开的物件，即侪人拢看无吼，所以我讲底下讲啥物吼，这是其实是思考着讲咱的母语的传承吼，甲咱文化的传承内底，咱即种名词啦，也是讲咱对一寡知识吼，地物的知识，对一寡项目的知识吼，渐渐消失去吼，一直无去吼，所以这是足可惜的，足无彩吼。像我若无甲大家讲，大家敢知影这是开灵字符。用喙字吼，用喙字伫开符令吼，这是叫灵字符。啊，像这是母笔吼，用黑色的笔伫写吼，叫母笔吼。啊，这是文武合用吼，就是红色的笔甲黑色的笔合做伙吼，文武合用。这就是开大符令啊，哦，像我这粒就是这，哦，这个就是类似像这个，哦，就是开好再甲拗起来，哦。啊，所以你看，像这底下讲定定会开一寡物件吼，啊，即摆愈甲现代社会愈侪囡仔听无即种物件，但是即种物件伫咧传统社会内底，伊即个知识是足普遍的，你知无？吼，这大家拢知的物件啊，但是因为咱的即个文化甲咱的母语的传承有发生断层，吼，所以即个物件就渐渐消失去，吼，渐无去，吼。所以你看，像这是迄个开符令开出来吼，像这是。八卦吼，这叫做八卦符吼，啊，这是用这个清净水符吼，这是清净水吼。OK， 所以这有小可无共哦，家符吼，清净水符甲八卦符吼。所以我最近就来讲，你若要熟悉啥物叫民间信用吼，你头一项代志就是去做倒头，吼，就是讲你要学晓去做倒头，吼，你才有法度认识民间信仰，吼，因为你即个民间信仰内底，也是讲文化内底的知识。其实是倒头最了解。你来想看卖哦，为什么即个机动吼，伊需要一个倒头伫边仔搞？为什么神明啊，伊的先天上帝都来啊，啊为什么需要有一个倒头伫边仔？为什么要烦恼？啊神明家己第三甲你讲啊，为什么需要有一个倒头？为什么袂使像通灵少女迄谢雅真的呢？自己一个人就完成所有的仪式，为什么袂使？语言上的沟通吧。有语言啊，底下讲就讲台语啊，你听有？哦，有的人可能听无台语啊，所以咱母语有一个好处，就是你以后会使做底下讲的翻译。除了这个，搁有无？其实足侪部分吼，咱拢忽略掉，就是讲神明吼。即个神明，伊即个当期来，伊就是神明伫遮。你感觉看过对一个神明吼，家己符啊开的吼，啊佮家己摕奶打起来，先天上帝摕奶打，吼啊，家己点迄条符令，啊放伫碗里吼，啊叫你家己啉落。敢有底下讲的安尼？袂啦吼，敢有妈祖来迄个妈祖符啊开的，讲啊地主来，我甲你服务，吼啊迄个奶打摕起来，啊就家己点，吼。你这样子就完全感受不到它的神圣性，对吧？哈，就看袂到伊的重要性伫对，啊，所以这个是传统机吼，甲通灵机上大的差别。迄通灵吼，因为通灵伊是人，哦，伊只是因为伊会晓通，哦，但是伊通的灵是毋是神明，咱毋知，哦，啊，所以伊会晓通，啊，所以伊去共服务伊的，伊因为是人，伊是肉体，所以伊会使做这个代志。我曾经看谢雅真为什么家己一个人会使完成所有的仪式？伊边仔迄个金老师迄个有无？等遐5、4、3讲迄有诶无诶安尼尔。啊，实际上咱伫传统机内底根本袂安尼做，因为迄神明派的物件要去找就找较分去啊。迄早期做者神明吼，
像我伫做即个记录的时阵，就看听着即个故事吼，像其中就迄个地下讲定定派药啊，早期就无药啊，无药啊通食，你若破病要安怎？地下讲来药开就会随食随好，啊，逐个人拢嘛要来看地下讲，啥物看医生，对嘛吼？看医生解足久的吼，啊，结果就碰着一个代志，就是中华遐吼，捌有人捌有迄个。捌有一个人，因爸爸吼，甚至讲一直腹胀，腹到出疼出疼，看医生拢无效。啊，医生甲讲，啊，你这我炎着无安怎咧，啊，无你转去休困就好啊，哦，自然好安尼吼。疼到要死安尼吼，啊，所以无法度，啊，伊怎因囝怎啊无拜托地下公来处理，啊，地下公一落来吼，怎随甲开壶啊，啊，开壶啊了后诶，叫伊去找迄个农药，叫伊农药吼透10杯水，甲啉落，哦。啊，结果即个底下讲吼，即个药方开好了后，怎退价？退价了后，恁又发生啥物代志？啊？无，迄个当机怎互拍？你刚开农药，你若食一个巧鱼啊，迄个当机怎互拍？结果迄个主家吼，就想讲啊，算了，反正那个死马当活马医对吧？吼，啊无规气底下讲就来啊，吼，啊咱就甲。给大家架落吼，啊，所以伊就稀释得很薄，哦，伊甲迄个农药稀释，一直稀释，啊，然后啉落，哦，啊，啉落，结果因爸爸就一直吐，吐就一迄种乌色的物件吼，吐出来，结果隔顿工全好起来，哦，就是安尼的故事吼，啊，所以你看迄倒头其实伊嘛毋是讲，啊，你今仔底下讲拍农药，阮就随互你食。有无？伊佫知影先拍当机者吼，讲不定迄是当机家己的意思对无？迄毋是生命意思吼。但是所以你会看到讲，传统社会其实对即件代志吼，伊并毋是没有脉络，毋是讲遮人拢无知识啊，所以阮着要做遮代志，毋是，伊其实是有足侪民间社会、民俗文化的知识伫内底，只是人看袂着。吼，像迄我前一阵有拄仔熟悉一个王爷机，伊迄个王爷公吼。哦，一本迄个药谱啊，迄内底迄个中药草的迄个名吼有够济啊！啊，每一个药草名吼，伊拢念台语，迄我无法度，真正迄我无法度，有一大本有够厚的安尼吼，100外种的药草的迄个称呼啊，一规本哦，啊，迄个王爷公来吼，像讲你若是目睭疼的，啊，王爷公伊就跋杯嘛，跋杯啊，手机啊，断吼啊，就献去迄个目睭疼的迄页吼。啊，迄个眼科的那一页，啊，王爷公的手机啊，剁的，吼，啊，就经3、4个药草，就互转去啉，吼，啊，伊就转去家己拆药啊，家己食，吼，像这拢是民间的知识啊。你要讲遮个物件，你要讲即本药草谱甲无效吗？无效啊，但是救活足侪人的，吼，伊讲传说内底救活足侪人的，啊，事实上这其实就是一种民间社会为过去。传承落来一种知识，啊，这个知识伊透过这个形式来表达，也是讲伊展现出来，吼，所以咱即摆看到这个民间信用的社会吼，当着一个真大问题，就是有的人连遐药草叫啥是啥物拢毋知，吼，所以迄新名若要开药互你嘛无法度去听，你知无？哦，你有当时连新名讲啥你拢听无。地拢安尼，吼，思想拢安尼，吼，所以这是真大一个断层啦，吼，像这叫文公笑，吼，我有一摆伫咧阮办公室，甲迄个阮办公室的工读生讲，你迄支文公笑甲摕来，因为阮最近搬办公室，啊，每一个桌啊拢要下文公，吼，啊，所以叫迄个工读生讲文公笑摕来，等下找规半部，迄文公笑就囥伫伊面头前，啊，伊毋知讲迄叫文公笑，伊讲这部一直他以为是一个文件。你知道吗？听到文，他觉得那是一个什么文件？说，我学长，我这里好像没有什么文件，所以这是比较伫咧民间社会吼，就这安尼这个流失吼，其实拢是甲母语的消失有关系，吼，息息相关，吼。像这挂金，真正就这人毋知这叫挂金，吼，受金、福金拢毋知，吼。所以你看像这甲大家考试者，这写啥？专家什么？化啉嘛，吼，化啉，啊，信力化啉，吼，所以这代表什么意思？底下讲开几道符令落来，3道符令，吼，1、2、3，吼，啊，所以这个伊甲合啥？合称地化啉，吼，啊，所以合啊，伊是合，吼，合称地化啉，吼，所以你有看到讲，
迄传统社会倒头吼，其实嘛毋是反伊，伊只是甲你斗做即件代志。因为有诶人，你可能你迄个时阵你毋知影要安怎款，哦，你可能毋知影起啊心对慢才有。啊，这传统的倒头伊就甲你做一个记录，啊伊他帮你拿打火机，啊无底下讲就家己摕就会去，所以这个是一种传统文化社会吼，一种真重要的知识啦吼。啊，所以其实讲倒转来吼，一个较重要的，我感觉较重要的物件就是讲，其实母语吼，咱知影讲母语对一个民俗也是讲对一个仪式来讲吼，最重要，真正非常重要。吼，有真侪意义伫咧内底，吼，像讲，伊是会当表现一种亲切感、亲近性，吼。我毋知影遮大家较早捌有人出去进香过无？拢无吗？无啊吼，有捌进香过野手。啊，捌去东螺九华山大香神寺无？啊，你有捌去过吗？捌啦。东螺九华山捌去过吼？东螺甲三义我都有去。啊，有去求过佛地无？有嘛？迄我用讲迄东螺九华山求佛地，迄有够出名的。迄我自细汉，阮阿嬷吼，就带阮规家伙仔去遐求佛地。我细汉印象最深，啊，迄佛地求来，佮毋是讲直接会使啉咧。你迄佛地要啉进前该安怎？念口诀对无？吼，就爱讲。咱来号请东螺九华山大香神寺行四方救四方佛祖观世音菩萨救世师父灵感做主。吼，地主文宗汉因为今仔日近视，吼啊，所以求你的佛地要来啉互近视好起来。吼啊，希望即个救世师父灵感做主。吼，地主的目睭较紧好起来。啊，要念3遍啊！东螺九华山大香神寺行四方救四方佛祖观世音菩萨救世师父灵感做主。吼，啊，你甲改做国语安怎？铜锣九华山大兴善事，行四方救四方，佛祖观世音菩萨就是师父，灵感做主哦。那个亲切感永远的消失去啊，你知道无？就讲有足侪迄种语言的迄种亲近感，其实非常的重要。哦，像讲你拜请东螺东方什么东方兵、东方将，哦，所以你足侪迄种语言咒语，吼，也是讲你即种会当表现仪式内底深层文化意义的迄种内涵的物件，其实拢是爱靠母语。全世界无人用迄个语言，吼，你像迄个大家有看过迄个，我进前定定看是原住民是看到迄个少主年纪，哦，迄少主年纪迄神西嘛，哦，因的祭司吼，当个托腮，啊，当遐念用母语吼召唤主灵。你若讲中文，因的主灵袂转来，你知无？因为因的主灵全部拢毋是号，拢毋是号迄个汉名，你知无？嘿，因全部因主灵拢是号因迄个族语的名咧。你等遐念迄，然后像讲你家己翻译个郑家和，吼，迄是郑家和的鬼，伊的主灵袂鬼，你知道吗？所以这个很多的这种仪式语言，其实是不能够用其他语言替代的，完全袂使用其他语言替代。哦，一个拢袂使，一句拢无法度，所以最近吼，我常常听到人伫念迄个什物三献礼吼，你讲中文的，我足生气的。我大概我听到人三献礼讲中文，我讲，恁兜神明是台湾神的，台湾的神明，妈祖听台语听无中文，三献礼就爱讲台语，像讲你会晓念无？福愿什物安怎吼？迄个。皈吼，这个咱这个信女吼毋是信女信男吼，迄个地家号吼，安怎安尼吼？其实爱讲台语啊，吼，就讲足侪仪式的语言，你爱用你的母语但是咱即摆讲的是比较较这个属于这个河洛人吼，较侪的情形，咱袂讲台语对无？但是客人嘛是拢用客语啊。我伫客人的这个像讲因祭祖啦，吼祭拜，像迄个新北市遐吼，一个著名的这个彩田福地吼，这个七番竹北啦，竹北彩田福地像因遐拢是客人，你知无？但是因迄个彩田福地遐较早是原住民的祖先，伊迄较早是原住民族是北部所以伊后来祭拜拢讲啥，嘛是讲客语。因的西拉雅语拢消失去啊，所以因伫祭拜因三献礼啥拢讲客语。我有一摆特别看，我偷大家讲，因迄祖先是跳舞，伊拢讲客语，因迄祖先拢是迄个平埔族语，讲客语毋知跳舞所以你要知影讲，就是讲
咱足侪即个民俗吼的文化内底，伊本来就是用母语的，你本来就是用母语来传承，哦，你本来就是用母语讲。啊，即摆即几年吼，慢慢吼，哦，真正足侪迄个三献礼啦、祭拜啥，拢改做用中文，迄真正听无。哦，我常常讲，迄新闻听无啦吼。啊，另外一个部分就是文化语境的问题。哦，你每一个文化，伊本来就有一种形成过程内底伊使用的迄个语言。哦，即个物件是伊即个文化你形成的时阵，伊本来就采用即个语言。哦，就像咱头拄仔讲的。原住民的即个伊的即个祖先，伫迄个时代，因迄个形成迄个时代，拢是讲因的族语啊，哦，伊毋是讲中文的，哦，伊毋是讲国语的，哦，所以你讲中文，伊基本上是听无的，哦，你伫迄个仪式内底，你要召唤主的因倒来，你要创啥？迄其实你讲即个中文是无人听有的。哦，所以你为着要维持即个文化语境的重要性，其实你得讲母语。哦，你大家讲母语，啊，另外一个部分，我感觉是较重要，就是咱人吼，咱人拢是肉身对无？吼，咱的身体其实是有一种功能叫做记忆。咱的身体是会伫个咱生活伫个即个世界，生活伫个即个所在，咱的生活过程内底，咱会去思考，咱的身体会记忆很多事情。咱对时间的记忆，咱对即个空间的记忆，咱对节奏的记忆。你用中文念，甲用即个母语念的迄种节奏感甲韵律感是完全无共的，哦，完全无共的。你即个完全无共的语言形成的概念，嘛是完全无共款的韵律感，哦。所以像咱讲七里仔，七里仔有即个变化，哦，像唱歌戏的七里仔，你会晓靠七里无？用靠的。是唱快调的。嘿，但是七里仔。现场甲考试啊，无伊海报甲我种，伊头迄拢是伊啊，会无？会晓无？应该会吧，我唔知。啊，你即摆用一个正常版的，爱唱一段正常版，唱一段，迄个靠七里的，咱先现场练习嘛，因为拄啊好有一个真好的主持人来现场来一个，啊，你先一个正常版，正常版的，要唱先骑白马过三关就好啦，哦，先一个正常的。啊，再唱一个用口的。哦，好啦。七字啊？七字啊，七字啊，较简单的，大家拢较慢。哦。我拢惊就紧张啊。新骑白马，新骑白马啊，走三关，我该换所以哦。有的中啊原，也放下西洋是无人管，思念三只啊，王的宝泉，我可怜宝泉啊。在茶山是美牛津，也三顿的转啊只，迄个地无啊凉啊，也无。大声真，也叫我变贵的山里嘛心嘛。应该变青蛙吧 ？OK。你做啥物？有一个会晓唱歌戏的主持人哦，叫做轻松的，最好迄个。所以你头先听到嘉禾伫唱的哦，其实伊是为即个正常的即个七里啊，哦，唱甲即个靠七里的吼，就是七里靠哦。啊，所以你看，伊有即个转化的过程吼。啊，你
他拄听的过程内底，你会发现一个物件是，伊迄个节奏感吼，你有感觉足熟悉的无？因为七字啊，其实是歌戏内底上普通的上平常的，就是你的即个生活韵律，你伫个即个台湾生活的过程内底，你一定会接受着即个物件。所以你伫个即个听伊唱的时阵吼，你真紧会使入去伊的迄个脉络，你听有伊伫唱啥？你迄头拄仔的字拢听有吗？伊头前你讲伊迄个骑白马要倒来找宝钏吼，后壁你哭的时阵，就是你讲伊迄个心爱的宝钏吼，有一个感慨，对吧？你讲伊比牛筋拢咧食猪无灵。对，嘿，所以他的这样子的一个转折，你讲你看到伊的这个转折，其实你是有法度对着伊的这个声音，佮伊的这个文词的艺术的去思考的。咱即摆若听伊唱中文，迄就是无共的。像讲身骑白马坐三关，你不会觉得很奇怪吗？该还数亿回中原，对，不会有这种音不会有这种歌仔戏绝对袂，绝对袂。所以母语为什么重要？其实是伊的迄个伫个民俗内底，我感觉伊迄个节奏、身体经验，咱的这个咱生活，也是讲咱这个人伫个这个民俗社会、民俗生活内底去接受这件代志的迄个身体记忆最重要的。迄个物件是随咱的这个生活就去累积的。所以你这个母语的物件，你若有一个断层，你就毋知要安怎欣赏，你就完全听无啦。基本上你毋知伊伫唱啥，所以这个节奏感、跟韵律感、跟音感的培养，其实拢是形成你作为一个台湾人，你要去思考的物件。所以语言这件代志，毋是干那讲，毋是干那讲伫个咱文化安怎，咱来转去看到这个物件伫个生活内底，伊是安怎出现的。伊出现的时阵，伊代表什么意义？所以这是我感觉伫个这个仪式内底，也是民俗内底袂使无去的物件。你若袂晓，你若听无台语你以后你就会看到足侪迄个伫个歌戏台顶悬，王宝钏唱的，伊就开始脱离舞大家毋知看过这种画面无？较早其实足侪这种画面其实迄个王宝钏带遐哭哭的，用王宝钏洗身躯就开始跳，就迄个音乐会转折，你知无？音乐的毋是传统歌戏，也变流行音乐，王宝钏洗澡脱衣舞有这种案例所以你就知影讲这种传统文化的消息其实拢是语言、生活文化很大的冲击改变，会造成它的这种断裂。这种消失另外一个部分就是思想跟美感经验的传承。什么叫思想呢？像讲你看，这是当时你看到这巴肚，你会感觉讲这是什么时阵？过年对吧？为什么是过年？春花对吧？为什么要插饭春花？大家应该知嘛这叫做啥？春花就是年年有春对吧？象征有春。但是你即摆足侪囡仔毋是这个咱的教育内底拢甲囡仔讲，过年要吃鱼，象征年年有余。像这个过年吃鱼，象征年年有余，这就毋是台湾的，基本上这就毋是台湾的，这是咱的教科书，咱的现代教育出来的物件，伊毋是民俗生活内底一代传一代落去自然形成的民俗。这就是两件无共款的代志，所以你看你看到一个这个饭村安尼，伊内底设计的这个饭村花，伊毋是干那母语的传承尔，伊毋是干那母语这件代志的传承，伊后壁佫有啥？佫有文化，佫有啥？美感对吧？你要拜祖先，恁兜插甲规个安尼有够歹，你袂甲迄个这红色全部拢改做白吧？对吧？所以你知影这个物件其实是足复杂，民俗的物件是各种文化每一种的这个生活的文化合做伙形成的一个现象。所以你除了这内底除了有这个语言像讲为什么要拜这个法粿、发财嘛这叫啥？有春发大，有春发大财嘛这纯这是有食有春嘛。饭就是有食有春嘛，所以像这种经验就是讲你会去用这种颜色，你会去用这种迄个配色来甲伊
变做一个即个咱这过年时啊，你拜拜的即个真重要的现象。即个民俗的形成其实是足侪物件合做伙，伊绝对毋是一种观念尔，各种东西合在一起的。所以母语其实母语内底真重要迄种思想跟美感经验的传承，其实嘛最重要的。你的身体节奏，你对即件代志出发了后的，你的迄个规个人的养成时间的关系，我后壁其实有的即个部分拢是这是因为5月节啦我家己伫个迄个即几年，可能大家啦有当时也看到我伫讨论迄个5月节的物件我甲屈原一直去屈原化就这样袂讲我这叫做过度的转型正义讲迄个过度的去屈原化，就侪人相信讲日本时代有屈原实际上绝对无。日本上的屈原拢是文人社会，就是读册人才知影屈原的我从来毋捌听过讲有迄个90岁以上的阿伯知影屈原。我有一摆去永康遐有一个武帝庙，伊内底有拜屈原因为因内底有伊是无水仙，所以拜屈原。我伫遐采访的时阵迄内底一个阿伯就讲，我等遐问下，我全台湾走透透，问讲恁知影屈原的故事无？迄阿伯足欢喜的，你知无？伊甲我讲。屈原我知就迄一个跳钢跳伊迄个嘛我听到迄阵研究生想讲，听到偌欢喜，你知无？讲哇，我终于找到台湾史上第一个知道屈原故事的阿伯，足欢喜的。我讲阿伯你安怎知影屈原的这个故事？讲阮兜有一本册较早就写着即件代志足欢喜的，你知无？因兜有一本册，我想讲可能家族流传的什么书那个传承的屈原的故事就很感动，你知无？对去因兜看。阿伯就做着真甲我交代，去因兜去泡茶互我啉，叫我坐伫客厅等伊。就去2楼来，2楼摕来是因囝的国语课本，因孙仔的国语课本啦。讲迄个屈原的故事的由来。搁一个最新鲜的就是屏东九如遐有一个轻尾蛇，轻尾蛇就是啥物意思？上尾蛇甲全部物件牵去，叫轻尾蛇。轻尾蛇迄意思其实是平埔族的招标。迄叫做赛跑型主灵祭，就是讲利用节庆的时阵，用招标赛跑来做一个仪式的活动。结果迄个其中迄个轻尾蛇有一个阿伯就甲我讲，我就问伊讲你这轻尾蛇啥物意思？伊讲轻尾蛇就是纪念屈原啊！我轻尾蛇是纪念屈原，哇，太厉害！我毋知影讲原来迄个招标甲屈原有关系。我讲迄个飞龙船，迄纪念屈原，咱知影是为着要抢救屈原的尸体嘛？其实我感觉最奇怪，为什么屈原跳江，咱划龙舟去抢救屈原尸体？为什么不是先丢一条绳子把他救起来呢？奇怪，你们以后看到人家跳江，不要划龙舟，你们知道吗？你们要先救人，不要先比赛，好不好？也不要笨的回家包粽子，好不好？你长包好屈原的巧艺你要看伊跳江，你也紧甲救起来，不是先回家包粽子。讲这个九如的这个故事来讲，伊讲为什么招标是迄个屈原的故事？讲因为迄个古早人为着要救屈原所以因模拟讲岸上的人争相走告，甲大家讲屈原跳江要争相走告的迄个画面。争相走告，恁哪无先甲救啊？有时间等下争相走告，拢无人要去甲救啊，足奇怪所以屈原的故事其实我做访问安尼就来真正无听到有老一辈安尼讲过真正无。这种传统，这是苏澳遐一个海港的进度。其实台湾传统的进度是有日本人影响有够深的。台湾人的进度会这么扩张其实拢是日本人造成的。因为日本人常常用这个进度的活动办史政纪念室。你也知影，咱其实台湾即摆足侪所谓的民俗祭典足侪拢是日本人做出来。足侪拢是日本人做出来。伊本来可能无这么盛大，日本人加入之后，甲伊办大。像这伫迄个南方澳这就足出名的。日本人定来参与这个活动，伫南方澳加飞龙船顺续这无这北方澳，这应该北方澳。迄时南方澳较袂足出名。所以伫遐进度就顺续等遐。
吼，这足久啊，这老相片，对吧？我唔知影正确的时间，这应该是日本时代。啊，所以你知影，其实台湾传统社会白龙船吼，没有，甲咱即摆看到完全无共啦。我互大家，因为咱重点是讲母语啦吼，互大家要几个名词吼。咱即摆进度大家拢知嘛吼，啊，这个物件你无传承，你就唔知啊。啊？竞赛的进度。三点水的度。白龙船，其实咱台湾人无叫白龙船啊。咱等下再来讲白龙船是啥物意思。我想互大家看这个龙船顶管是啥物物件吼。第一，你有看到龙头无？无啦吼，但是边有画啦吼。啊，日本时代毋是干画龙尔，日本时代1/4吼，捌记录过一只船啊，顶管是画风，一边画风，一边画龙，这啥物意思？龙甲风拢是啥？享受啦，哦，这不是代表讲这家就是有那个dragon，那种我发音没错啦，哦，那种龙哦不一样哦。啊来，你来，这个人叫什么名？骑手。什么？这个人叫什么名？抓标手的是抓标手。夺标手。夺标手啊！台语要讲。抢标这一定是迄个翻译来的，啊，在地迄个这是二龙村的白龙船啊吼，在地啊白龙叫这个人叫做啥？抢旗啊，就简单的抢旗啊，吼，啊为什么抢旗啊？等下这甲白龙迄个龙什么意思关系吼？咱等下来讲。啊后壁这个人诶，剁手。后壁这个人叫啥？剁手啊，这毋是拢剁手，剁手手来就甲伊剁过，毋是啦吼。再来，这叫啥？这个叫啥？台语要讲，啊奇怪，恁遮毋是拢做母鸡的鸡，恁拢毋知？嘿，肉呀。这个人吼，这个位置叫做象尾背。象尾背。象尾背。我家己写的这个台语词是象吼，象尾背。背我不知要写哦，哎，等于看我的论文，我的论文内底有写。象尾背，往后滑咩？象尾背吼，但伊这个背吼，象尾背这个人吼，伫个这个传统的白龙船内底最重要的。象尾背这个白龙船的这个人吼，你这只船啊，你有看到这个无？杯啦，象杯。杯嘿杯啊，象尾背啊。好，感谢各位指导。龟啦。嘿，毋是啦，迄个白龙船的迄个背啦，因迄个漳州的音拢安尼讲的，象尾背。第音啦，杯啦，杯就是迄个长长扁扁的物件。开始讨论这个语言的。我倒来，不要紧，我的迄个论文内底有写，会使看。好，足侪哦，一只龙船顶悬足侪知识的。来，再来，头前才有一个人比较站起来的立姿的人，吼。一个木在这个位置要安怎讲？这人徛伫遮，位置要安怎讲？这叫头签，最简单的头签，签啊，头签。你可以用中文吗？头签听起来怪怪的，好像中什么奖，对不对？啊，头签啊，所以伊船家吼，基本上吼，一只龙船上重要的是这个人甲这个人的配合。其他吼，你只要维持，你只要这只船啊吼，这个人的这个伫背吼，这个这个背手吼，因伫这个白龙船的时阵，伊只要伫背的时阵维持一定的速度，吼，维持好一个固定的速度吼，啊，迄个力量吼，甲控制一个。上主要吼，即只龙船来紧，拢是靠啥物人？靠象尾背，哦，甲即个头签吼，伊迄个背吼，迄支背吼，
即支迄个杯啦，即支杯拄落去的时阵吼，爱食水要有够深，所以落去有够深吼，掀起来的时阵，迄个船啊就会紧。但是伊伫头前安尼迄个伫背迄个水的时阵吼，可能即个背水的时阵，咱即个龙船会安怎走偏去对吧？所以重要就是即个人，啥物背伊爱去控制即个船势，安怎行？吼。第二个，你有看到后壁遮有一个水吼喷起来有无？即张相片拄有无翕着？即个人吼，即个人安怎？伊即个背水的时阵吼，伊的即个尾背吼，伊的尾背爱压落，就是讲伊的尾背爱压水，压水落去就有小可敢若像咱的迄个船啊，有一个迄个螺旋桨有无？哦，伫个这个水底安尼架，所以爱压水的时阵吼，伊伫个水内底安尼啪的，哦，所以伊即只船啊才会安怎冲出去才会紧，哦，所以传统的这种进度吼，其实是咧创啥？传统的这个进度其实是咧创啥？其实是咧抢这支旗啊，伊的目的真简单。进度的目的，干那是即只旗仔尔。即支旗仔是啥物意思？伫个李龙春遐讲法吼，即个旗仔是象征一整年，伊规年烫天吼，因迄个所在地方的即个作物啊吼，还是讲因地方的即个平安，拢靠即个旗仔。哦，所以人讲李龙春白龙船看人干骄，哦，因为大家拢无想要安怎，无想要输去啊。我今年全部阮好年间歹年间。拢不要紧，我上主要我就是安怎背着即支旗仔，我即支旗仔会使带来阮规个庄头的繁荣，对吧？哦，所以这是一个象征物哦。啊，九份遐较早嘛，足侪人特别去李龙春家想要买旗仔，伊甲你赞助你这个旗仔，啊你若迄个着头彩的，着爱送伊。哦，所以伫传统的进度吼，足侪时阵拢是为着即支，哦，为着即支。啊，因两个吼，因两个伫进度吼，像李龙春遮的进度的即个风俗，因这白龙船的风俗拢是安怎？没有设裁判，啊，全部拢起来，你看，全部拢起来，啊，这卡落，吼，卡落伫进行，啊，遮即个迄个后壁吼，后壁遮有一个 Q 这个尾蛇，这个人叫 Q 尾蛇，啊，伊有一条蛇啊 ，Q 尾蛇的即个人诶，伊爱去弄船啊。伊爱用一支迄个木板吼，带它弄船啊。这个是控制什么？控制这架船啊的节奏。哦。啊，这个落卡这个落什么意思呢？因没有设裁判，对不对？对。所以这两架船吼，因会同时出发。嗯。啊，其中有一架船啊呢，吼，像这架船啊叫吉姆兰，这架船啊叫九阿尾。嗯。啊，这架船啊的人吼，因也是。基本上遮个人呢，伊若是卡落落去，哦，啊，就我尾遮呢，无要睬伊，哦，无要睬伊，伊拢无卡落，啊，你即抓去吼，就算有夺标对吧？即抓船啊嘛无算，就讲就算他夺标，即抓嘛无算，哦，啊，伊若同时阵吼，即两边的船啊吼，即两边的船啊同时阵卡落，即抓出去夺标，才有得胜。哦，啊，但是李龙春遮个人吼，我头仔讲为着要抢即支旗仔吼，要得头彩，哦，这是头彩的观念吼。咱迄个台湾人的民俗观内底有一个头彩的观念，迄最重要。毋是干那这尔，渔船啊顶悬的迄支顺风旗，吼，迄嘛是爱有头彩的，吼，迄个民俗观最重要。所以伊为着要得头彩吼，因拢安怎呢？地方的人可能有足侪无共款的讲法，伊可能会讲啊，阮即抓毋是比相声迄个抢着旗仔。阮即抓今年的迄个白龙船吼，是要比看谁抢到的旗仔较济，啊，所以因就有无共款的讲法，啊，就是讲为了不要让他这支旗子是得胜，啊，因就无共款的诠释。即两个争头的人就家己各说各话，哦，啊，所以伊各说各话，两边伫白龙船的时阵就安怎？两边伫白龙船的时阵就各自诠释。啊，所以迄个俗语讲，李龙春白龙船看人干桥就是安尼，啊，就是内底的人伫白龙船，啊，因为恁看无，伊当时卡落，你根本毋知，
啊，所以下骹乱成一团哦。啊，伫咧岸边的人吼，大家看到因迄经飞着机啊，吼，啊为着无要互因得着头菜，伊然后开始黑白讲话吼，要甲伊让他的那个得头菜的迄个功能被取消，啊，所以两边就相骂，啊，常常拢安尼，啊，所以传统的俗语就讲，二龙村白龙船，看人干桥，啊，所以伫即个伫我家己研究内底，其实进度吼，我感觉迄个灵吼，就是灵验的那个灵啊，哦，白龙船啊，就讲这只船吼，这个灵并不是讲没有龙的意思，并不是说它没有龙，而是说。伫个传统民间信用社会内底，迄个龙神，也是讲迄个龙的信仰，其实是甲灵力有关系。哦，甲你即个物件有灵无？哦，即像咱神明要有灵，哦，咱才会使甲拜嘛。哦，啊，咱即个地理风水，你即个地气有灵，哦，你有良心有在，你即个所在才会兴隆。哦，所以即个灵的观念，甲咱伫讲的迄个。龙神崇拜吼，跟那个龙图腾的信仰完全无关。它其实是对灵力的信仰，灵力的信仰的观念，只是龙。请教你吼，你捌去遐看嘛吼？因拢讲白龙船，嘿，伊拢讲白龙船较济，伊拢讲白龙船，白龙船较济。我听的是白龙船较济。白龙船咧？白龙船啊，我后回再去注意者。伊其实因有当时啊嘛无一定讲是白龙船，无一定。你一个较老辈，才有白龙船。安尼吼，我再特别注意，你敢是遐个人？敢是二龙村遐个人？毋是我讨厌人。哦，你讨厌人。哦，讨厌啊。对，其实伊即个传统的进度吼，有一个真大的特色，其实是为着要抢旗啊。跟咱想的迄种龙图腾的那个信仰观念其实不太一样哦。啊，所以像咱头拄仔你讲的这个位置吼，啊，个这民俗知识吼，你若毋是用母语吼，这个物件就无去啊。咱就会安怎？咱就会用咱看到的物件去诠释它，我们就会用我们外在的想象去诠释它。啊，伊内部吼，伊内部实际上的这个民俗的意涵是啥？咱就唔知影，我们就会产生断裂。所以其实透过这个李龙村的这个案例跟民俗的案例，咱会发现着讲，咱才会发现着讲母语对文化的重要性。啊，像这是头拄仔讲这个 Q 尾色，Q 尾色，这条就是尾色。尾色这就是船仔要冲出去的时阵因为这个尾色甲这个船仔拄掉的伊这个冲出去的时阵就敢若弹簧安尼甲迄个船仔弹出去，所以像这条尾色甲这个人伊的这个互动就重要，这种物件拢是咱即摆现代看到的。迄个体育竞赛迄种龙船完全无共，完全无共。啊，像这就是船仔的顺风期，顺风期。像这迄个白龙船结束了后，伊这块是拢会留的，这拢是真重要的信仰的物件。OK， 啊，这是头拄讲的这个抢旗仔的这个角色，啊，这个就是头拄讲的头枪，它的位置比较突出一点，这是其他的啦，我就不放了。OK。所以差不多安尼就是讲今仔日主要是甲大家讲一个，就是讲咱伫个即个民俗内底其实有足侪文化的物件是需要去用母语传承的啊，伫即个联合国的即个教科文组织的即个非物质文化遗产伊的即个观念内底其实嘛是足重视语言伫个即个非物质文化遗产内底，伊咧讲的即个民俗的这个传承就是讲咱的个文化，因迄个名词叫做文化表现形式啊，通常伊迄个名词内底后壁拢佫有加一个叫做语言及其语言因为咱知影一个文化拢是靠语言的观念去传承的比较多所以你的语言若无法度掌握，其实迄个文化你的诠释就会出问题。啊，另外一方面就是你要传承这个文化，你得产生很严重的断层。所以伫个这个国家包括伫个中国，中国像厦门，因的这个非遗的工作内底有一个真大部分，因就是推动厦门话，闽南语，因足侪安尼的项目
就是讲，他为了要推广民俗，为着要推广民俗文化，因内底足侪物件拢肯厦门话跟闽南语教学的工作。哦，因为你爱想有这个物件，你才有法度。哦，像咱即摆文化部，咱的文化部伫策动这个无形文化资产，咱拢会看到讲，像即摆已经登录国家指定有足侪嘛，吼，像大甲妈嘛登录，对吧？吼，迄个东港小红船，西港香，吼，南昆新的进香旗，吼，也是讲足侪即种民俗的活动拢登录，白沙屯妈嘛登录国家级的文化资产，但是原住民嘛，足侪啊，像少主的年纪，我听讲少主年纪他嘛登录，吼，有足侪拢已经登录。但是这个工作吼，咱即摆看到咱台湾文化部做的这个行规，全部拢伫做仪式的记录跟传承，就是伊全部拢干啊想着讲用一个翻译的方式，吼，用咱中文，用咱大家拢会使熟悉的物件，甲伊记录起来，吼，然后呢来想要传承这件代志，但是伊无思考着讲，这背后其实是有一个是语言。甚至伫咧即个联合国的即个教科文组织内底，伊讲的项目内底本来就有语言，所以拄啊好，咱即个文化部，因为台湾真正足可怜哦，咱毋是联合国的迄个会员国哦，咱嘛毋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里面的代表哦，所以咱根本无法度去甲别个国家探讨即件代志。有足侪的即种文化资产的讨论哦，其实拢回到母语教学身上。母语教学身上，咱即摆其实需要搁较侪人吼，甲文化部讨论啊吼。我进前甲迄个文化资产保存法伫咧旧年新修法通过嘛，我进前甲一个迄个刘委的即个助理吼，拄好是我的学弟吼。我伫甲因讨论即个文资法的时候，我甲讲即个部分吼，就讲语言母语一定爱藏入去吼。像即个代志，我嘛甲何信汉老师讨论过吼，讲即个物件爱藏入去，才有法度煽动吼。结果安怎呢？结果咱文资新法内底吼，就要甲你其中有一个小细节吼，甲你写讲要用母语来要用他们就是讲即个文化的语言来传承即件代志，刚写安尼尔。但是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讲的文化资产是啥？是讲这个社群内底因的文化表现形式及其语言，你知无？所以是这两个物件爱做伙。咱毋是，咱是文化表现形式，咱讲民俗，民俗被记录，无语言。这其实这是一个文化工作上面很大的就是错乱呐，就是讲价值观的错乱OK， 最后我可能互大家听一条歌吼，时间的关系，我就没有要特别分析吼，因为本来要互大家听这条歌，我甲这个歌词先哼出来。我捌互别人听过这条歌吼，因为是少年囡仔吼，所以听伊就讲，这条歌有够好听啊，好优美哦，他们觉得很棒，这首歌好优美哦，结果你来看歌词，你会知这条歌其实一点都不优美。你听着这条歌，你应该爱考的对，这个一个很优美所以我们的这个生活的韵律到底发生什么事了所以给大家看一下这一首歌听一下这首歌。那里没有音乐了天
安尼啊，才着用伊啊该。人人有悲有无，一家。OK， 好，所以其实这不是一条优美的歌，大家有发现吗？无爸无母，你来讲人优美，奇怪。所以它其实是一首很悲伤的歌，就哀凄的歌，但是，但是母语的这个断层很容易让我们没有办法，进入就是讲民俗或者是这个生活世界内底这种韵律所以你无法度去判断这样子的一个思想所以基本上这是咱即摆上大当地上大的问题啦那从民俗的角度当然佫有足侪会使探讨的议题所以我今仔可能是比较简单提出几个我觉得比较重要或者是说比较可能可以延伸的项目感谢大家今仔来参与大家也在提问一些问题那我们也是可以做一些互动一雄谢谢。大家就是针对今仔日总汉所演讲的题目，也毋知各位先前有啥物问题想要提出来做交流的无？免歹势来胡老师。你有个中韩哟，你迄个嘛，捌迄个什么，即摆迄个，我看咧，柯信涵对无？柯信涵我捌。迄读第七音就是读第三音啦。好，中汉啦，柯信涵啦，对，第七音是第三音嘛，迄甲汉人甲韩无同音嘛。对，甲汉人。汉啦，咱咧翰林的翰啦，对，翰林授，翰林第七音嘛。好，无要紧，来你那个跟伊讲，来。你有讲到迄，无紧。你有讲到迄个倒头迄个，迄种钢桥倒顶的伊个吼，迄我印象足深，因为我就是住咧一种环境大汉，我会记较早阮阿公，阮阿公真爱阮阿嬷，阮阿嬷过身了会接受伊。这麦克啊，你看听我啥问？我会记吼。因为我就是住咧即种环境大汉的，所以我就这。你坐咧我边，爱用麦克风。好啊，这其实我自细汉看较大汉啦，阮兜是拜王爷公的，迄个，对所以阮嘛有6个18啊，王爷公生日，这是另外一件代志。这我最主要是要问讲迄个。阮阿公真爱阮阿嬷，阮阿嬷过身了后，阮阿公都会一直孝顺阮阿嬷，伊都毋知影想要安怎，会当去看到阿嬷，伊就干嘛是甲用这共款但是迄个边仔，但是阮迄阵阮边仔有一个，我嘛毋知，背后人讲伊是基督，背后有人讲啥物庙讲，我毋知，但是伊年纪真大咧，若讲。伊来讲，踮咧顶头画啥物字，敢若这所有的这过程拢是伊的指挥，内底爱写啥物字，敢若拢是伊的解说。但是迄个，尾后我问阮迄厝边
迄一寡阮较时代拢讲，迄是鸡，有人甲我讲伊是鸡头，啊，但是鸡头我会感觉，伊可能六七十个安尼，50、60个，反正伊年纪遮大，我就自细甲看大，所以即部分我嘛是鸡头，到底伊是啥，我嘛无介清楚，啊，但是伊，敢若阮阿公的迄个精神嘛，拢地行，讲到佫，那看到什么世界，佫看阮阿嬷，这是。我先回应哈，我别讲，其实迄个你讲的迄，毋是应该毋是激动，因为基本上激动无法度看人伊，无法度带你去看着，伊迄可能是看人伊的，啊另外一种叫做关录音，关录音吼，所以这部分甲激动可能无啥共。啊，我知影有诶传统诶比较传统社会诶物件吼。关录音的人甲通灵较有关系，啊，基本上关录音甲动机较无缘。因为甲动机基本上比较较少灵异体质。我看着即个动机吼，其实比较较少迄种随时拢会看到神明的。传统社会机动拢是神明来的时阵才会来，啊，基本上神明伊袂凊彩带一个人去看伊的亲人啊。伊袂去处理即种代志。你想看觅咱的神明其实是做怎讲就是讲伊伫个即个社会内底吼，伊是有一个伊的尊严吼，伊是最庄严的一个神尊吼，毋管你是啥物神吼，啊，基本上伊伫台湾社会内底，伫咱这地方吼，伊要维持一个公正性，所以神明伊袂凊彩为着某一个人吼，的即种感情还是啥物代志吼，特别完全去甲伊。变化，所以像大概若有人讲伊做孝念伊的亲人还是啥吼，我看着迄神明大部分拢是甲伊讲计莫想遐济，袂直接带伊去看伊的迄个亲人啦，较无即种案例。我会去，我听你安尼讲。我有咧现场，我有咧现场，啊又甲蒙达讲，啊蒙达讲你有看着阿嬷，我人讲有呢。伊有一直倒倒啊无？有啊有啊。啊伊是毋是有绑一个？把恁阿公目睭是毋是有绑一个红布？对啊对啊，安尼迄叫关录音，迄毋是激动啊，迄毋是激动，嘿啦，伊一直倒倒啊，迄就是关录音，迄叫关录音，迄毋是激动。青尾县的迄个寿天宫吼，伊有分做大帝爷、二帝爷，啊，伊个大帝爷、二帝爷边边拢是先天上帝，啊，但是讲出来，伊就敢若咧讲的道理，可能拢无啥共款，啊，要安怎分？我感觉无较厉害，会使分啦吼。但是基本上咱若看机动吼，因为传统社会有一个现象，就是咱的传统社会机吼，伊毋是像通灵安尼，啥物神明拢会使来挖。像即个囡仔吼，叫陈建宇，即个伊是太子机，吼，啊伊的主，每一个机动拢有一个主，伊的主就是太子，吼。啊你若是讲伊是即个伊是元帅机嘛吼，啊，佫有像讲帝爷公机，吼，伊若是帝爷公的机，基本上伊就是帝爷公。啊，有分大帝爷、二帝爷。嘿，像讲伊是大帝爷的机、二帝爷的机，三帝爷的机。啊，边仔是帝爷公安那佫分安尼，安那佫边无共。基本上吼，因为咱来思考一个物件，是讲神明要来发威吼，伊一定爱安怎？啊有无共款的方式？因为咱知影即个社会吼，啥物人拢有。神明要发威，伊毋是干那一种方式来甲咱服务，吼，因为共一个遮济人啊，逐个思考即个观念，啥物拢无共。啊，神明伊一定爱应付遮济人，吼，伊一定爱有一寡变化。所以神明，你看咱的神明有啥物分量还是啥吼？你若用较神学的角度去甲看，其实伊迄就是一种神明要来救世，伊爱应变，伊爱对即个社会有一寡无共款的物件。哦，所以才有分大帝爷、二帝爷、三帝爷。哦，啊，像伊即种大帝爷、二帝爷、三帝爷，基本上啊，吼，大同小异啊。但是因为每一个机车、每一个机甲伊即个主神吼之间的即个关系，还是讲伊的变化，小可无共。所以每一个机吼，伊形成的伊的即个方式，伊伫办的代志，嘛无一定拢共款，吼，不一定都一样。所以咱有一个观念，就是神明伫共救世吼，无伫用共一种方式的啊。
无你用共一种方式的，但是伊的迄个观念是大同小异，观念是大同小异。那咱头拄仔你讲即个主吼，像讲寿天宫伊遮比较特殊的，就是讲伊即个村伊是太祖基，伊的神格比较低，所以伊的大帝阿公、二帝阿公、三帝阿公，也是乌面元帅、红面元帅，这会使来给挖，因为三太祖上细汉。啊，你若是大帝阿公吼，伊迄神格上悬，所以太祖会使去甲挖无？袂使。啊，这种现象跟什么不一样？跟什么不同？跟通灵非常不同。迄通灵吼，什么神明拢会使来。我有一摆看到迄师姐坐等边仔，想讲要去甲采访，迄个边仔人随甲我动，讲你莫过，即摆是石头公来啊。你讲什么神明拢会使挖啦？哦，石头会使挖蛇嘛？我有看过 snake 你知道？蛇吼，啊有啦，咱寿天宫遮嘛有蛇圣君，啊，蛇圣公啊，但是无共，迄形式无共，甲通灵的无共。什么通灵的，什么拢会使挖。啊，所以传统机吼，甲通灵的人一直有冲突。我有一摆看到迄个南部吼有一个画面，就是迄通灵的去挑战传统机，你知无？啊，迄个帝阿公吼，帝阿公伫办代志，啊摕迄七彩宝剑体吼，啊迄通灵的为后壁卡一拍甲拍落去。结果迄帝阿公就我头，我就惊伊支剑就拄落，你知道吗？所以，但是迄个帝阿公足理智的吼，我过了后剑接过来吼，啊甲迄个通灵的杀走，杀出去安尼吼。所以那个台湾社会现在确实有发生通灵跟传统机之间的冲突，但是基本上我感觉这个物件他们还是可以维持一个信仰的尊重，只是有一些通灵人比较过分。坦白讲，有迄是少部分的通灵人比较过分，因为我采访就侪迄个通灵的这个师兄师姐吼，其实因大部分通灵都是修身比较多。家己爱修啦，伊爱伊爱训练吼，啊伊爱即个训心吼，所以伊即个训练的即个过程，每一个人差异不同。所以像咧索菲亚吼，索菲亚你讲迄个通灵的代志吼，或足侪传统机看袂过就是安尼，因为其实足侪通灵的嘛看索菲亚看足袂惯势，因为你会使看到的物件有偌济是甲你个人的修为有关系。所以讲看到啥物拢是鬼啊，拜托的，全部人拢是鬼伊即摆出门就逐工一工干拢弄着鬼的，所以这个通灵的人批评索菲亚就是讲，他可能是他个人修行有问题，所以他看不到神明，那就有这个可能啊，所以但是他又就有很强烈的文化优势，他很会组织，他很会编辑故事，他会写书，他会出连续剧。所以他的强势文化的这个诠释权，就掩盖了传播的这个激动，还是传播的这个通灵现象。所以这其实做侪人会批评他，其实是安尼啦。实际上伫咧这个不管是通灵还是这个激动，其实拢是传统社会内底大部分都是善的比较多。我看到拢是善的比较多。当然有一些乌罗博贼，我们自己是有办法判断的，绝对有办法判断。只是你要不要清醒而已，尤其是面对通灵人。甲迄当机的体温有关系。体温我感觉还好啦，无一定是咧关系。伊家己的修行啊，伊修行的迄个啊。有诶人起动的时阵嘛吼，若真动伊的温度会较悬。迄落无共款。民间信仰内底分辨吼，就是讲咱去判断即个机动到底有正假无吼，有足侪方式的啦。像迄个佩罗法啦吼，佩罗的即个移动的文化，伊就有气假，气假即种文化，伊若气假用气倒伊，迄个无正，迄个无好，所以迄个传统社会其实家己有一种判断的模式。你若是活伫迄个社区，因为每一个地方吼，咱风俗就是安尼，每一个地方的风俗拢小可无共。我们大概只能抓到一些大同小异，就是咱看到这无共的物件吼，其实爱彼此尊重啊，爱彼此尊重每一个地方拢有伊判断的方式，绝对拢有。所以像你讲的，这可能就是某一个地方的判断方式，这是其中一个。像你咧做倒头啊，是你的经验来讲，你安怎判断？我做倒头迄罔讲的啊，就是讲我当然是去做研究，只是我无要用迄个摄影者的角度，感觉讲我是摄影的人，所以从我有一摆去
去南投，我去南投去迄个服务啊，迄个主家吼，一对新人吼，住迄新厝吼，拄结婚无偌久住新厝，因翁一工假毋讲暗时看到鬼啊，讲因兜内底有鬼啊，因因某有够惊的伫咧厝里吼，就卖冰晶啊，所以就请要去地下公去甲因服务，结果地下公是迄时阵是离地去的，吼，离地下公去咧，就迄个铺迄个水灵剑吼，铺了了，为因兜楼顶吼，4楼吼，厝尾顶吼，一沿路安尼滴即个火吼，滴到1楼落来，甲伊种好啊，种好了，结果因迄个翁吼。搁伫咧边仔问讲，那我们家到底有没有鬼？问地下讲我们家到底有没有鬼啊？地下讲就甲讲，我已经甲你处理好咯，就讲我就甲你处理好啊，你毋免问这个问题结果迄个地下讲看因安尼咯，就我头问迄个女生吼，因某就问讲，你搁有啥物代志无？因某吼就。就开始讲啊，所以我们家没有问题，对不对？然后呢，开始在家考啊，他就一直吓我，他说晚上有鬼，他一直吓我，所以你看到这个很凶，你看到这个很凶，你要怎改？这个是啥？这个对啊，讲伊甲你处理好啊，伊甲你的厝里吼，我们先不管他有没有鬼，就讲伊甲你处理好，伊毋是干那处理你厝的代志。神学的东西咱看袂到。就是讲，我都无阴阳眼，你知无？即个东西其实嘛拢无阴阳眼。神鬼的物件咱看袂到，但是人的部分咱看会到。所以即个传统的基督吼，也是讲传统的信仰吼，伊足侪时阵拢是咧处理人。所以你看底下讲，伊就甲你仪式处理好啊，伊甲恁厝里处理圆满啊，伊走就好啊。伊为虾米搁故意回头去问因某？因某一方问怎开始哭出来，开始哭出来，规家伙仔就收的。就好啊，后来就无听因讲伊迄间厝有鬼啊。因上好笑是因爸爸妈妈拢无住伫遐，因一开始知影讲我是一开始毋知我的身份啊，是后来边仔你看底下讲来啊，你看。一开始因毋知，结果后来边仔人甲讲我是做研究吼，因就开始问伊想讲做研究应该风水地理拢办咯，做民俗上大的问题就是，足侪人拢问我一寡风水的代志吼，做民俗研究，敢若就会晓收惊。所以阮同学因囝钓青囝就问我讲，你遐有符啊无？无是半暝啊，因厝里人问，家己关起来，叫我去甲因兜处理一下安尼吼，足侪安尼。结果伊你看伊因爸母伊时阵就知影讲我做研究，就开始问讲，阮兜遮是毋是有一条穿心煞？阮之前有带一个通灵的师姐吼，来遮看，讲即条就是穿心煞，讲阮遮在装潢甲做起来，安怎甲遐爱放一个植物啥安尼吼，就开始一直问，所以你看有足侪人其实是，他可能有一个心理的不安或者是什么，他就开始产生这种变化，再加上外面的人去处理吼，伊若无甲你处理好势，你会安怎？你会惊。你会惊，你就一直延伸很多问题，所以传统的民间信用，伊足侪其实是要互你心安，先给你心安，不是只有仪式上面解决你，伊更要互你心安定下来，要互你即个规家伙拢会使心安。所以伊处理即个仪式，伊嘛毋是干那处理因翁仔某尔，伊嘛是因爸爸妈妈，伊的迄个兄弟拢开福灵，互因炸心保平安。所以像这其实民间信仰，我感觉无真假的问题。只要是有生命，这个物件就一定拢是真的。但是有人加减，咱就知影有一寡老鼠屎。只要是有人加减，就有一寡假。咱嘛袂使讲因假，伊可能是道行不够深，还是讲伊无法度甲你代志处理圆满。咱台湾民间信仰最强调灵验观，甲你处理好，这个人就是正假，就是真的。处理袂圆满。你这个是假的，就这安尼现象，哎呀。好像有一点，口水喷太多还是怎样？歹势哈，我是想要请教，我会记我自细汉，差不多台北遮拢讲动机吼，按当时开始也是啥物所在是讲基隆这个名词。
啊，另外一个就是照我的生活经验哦，你讲的台湾即个白灵船甲屈原无关的，这是事实啦。譬如讲，咱做咧拜肉粽，迄拢拜祖先，无咧拜屈原的啦。若迄拜屈原哦，袂逐个拢讲屈原，无一个人咧讲屈原的啦。因为真少啦，迄是戏剧走来讲啦。当然，咧生活中真少听到这屈原这两字啦。咱讲真诶。其实歌里嘛无屈原的故事。无啦，戏内底咧讲啦，无咧。其实吼，迄是册内底才有是讲。屈原啦，毋是屈原啦。嘿啦，屈原啦。其实迄是册内底才有啦。啊，即几年吼，即几年中国即个文化界吼，伊的民俗研究嘛是咧讨论即个代志。其实迄屈原的代志吼，因早就发现讲，这是一个政权的诠释啦。哎，啊，这就是你讲啥？这就是讲恁遮个迄个百姓吼，你若像恁迄总统若做了歹吼，恁莫去家己抗议，恁规定小小的去跳淡水河就好，对吧？吼，这毋好去抗议安尼吼，这是你洗脑教育嘛吼。啊，就是伫咧传统社会内底吼，为虾米无屈原？其实这甲屈原的形成的迄个区域有关系。屈原伊就是迄条江的沿岸的人才知影尔啦。毋是全部拢知的啦，毋是全部中国大陆全部拢知影有屈原，毋是啦，迄是透过传播才会知的。啊，所以民俗，他都一直咧讲一个物件，是讲民俗是一个社区，是一个社群，吼，一个地方共同的观念嘛。嘿，所以你若跨地区吼，跨国家吼，你迄个袂传承即个物件啊。哎呀，咱袂使讲迄个韩国嘛，去纪念屈原嘛。无啦，韩国的端午节是咧纪念城隍国师，所以迄是无共的。然后后面还有。我想要问一个较生活化的问题吼，就是讲，因为拄则讲新年是讲台语的嘛，所以阮若是去庙林拜拜，是毋是一定爱讲台语，还是讲华语？是毋是是毋是学得用？因为就是阮即样的人，你可能要讲一寡生活中的困难的代志的时阵哦，台语无遐好，就会想要用华语讲，所以才有，而且佫会听到有人有种讲法，就是讲，因为伊是新民，所以华语嘛才有。即类的。你要进倒头翻译无啦，其实吼，我头安尼讲，当然是特殊用意嘛吼，就是讲，迄是其实新民吼，我通常拢爱共讲啊。你平常时啊拜拜，你若习惯吼，你若真正拜有习惯，你就袂凊彩甲即个物件改掉。哦，像咱即摆政府定定咧叫人卖烧香、卖烧金嘛，哦，啊实际上敢袂使卖烧，无法度啦，因为你人讲咱台湾的即个民间信仰的香火观是啥？咱爱有香火才有神明啊，香火甲对神明的伦理就甲对，你无野香吼，无烧香，神明就袂来啊。所以看像迄个。咱看中部吼，妈祖的传说内底有中部的妈祖爱撩溪，对吧？妈祖撩溪的时阵爱试即个水路，试水路伊迄个仪式要怎进行？伊就是摕香来插伫个水边，香爱先插落，妈祖才知影水路伫倒。你无插香，妈祖毋知影水路伫倒，他带你们走过去浊水溪，大家会一起沉下去，你知道吗？吼，所以一定要有香，你知道吗？迄个香就是民间信仰的灵力。香就是灵力，那所以你从这个观念再回来看，就是说咱要怎甲神明计较。其实有当时我头拄仔咧讲，是因为我希望大家会使多练习讲台语啊。因为我家己台语嘛歹嘛，我家己台语歹，但是你也知影哦，咱若是伫咧即个生活内底，甲即件代志做好习惯，你就袂凊彩改掉。啊，上重要其实是头拄仔你讲的迄种韵律感啊，甲节奏感。咱咧讲台语的时阵吼，其实迄个不管迄个腔，还是你讲声音吼，讲代志的迄个节奏，其实是会变化的。哦，像我比较擅长的其实是中文啊，哦，中文跟那个台语的互用。哦，所以一般来讲，我的演讲啊是啥，我的节奏感甲今仔是完全无共的。就讲我在特定的学术名词或者是特定的论辩上面，我使用中文，迄个节奏一定是较紧的。啊，这种节奏吼，会形成一种记忆，这种记忆会让你自己跟这一个空间产生一种连结。啊，你拜拜的时阵嘛同款啊，你伫民俗仪式内底嘛是同款啊。我头拄有一个画面无讲，就是
我这几年吼，带阮学校的学生吼，有做一件代志，就是咱伫拜拜吼，咱就只有迄种教育吼，我们很少有教育领域呢会怎样，会让学生去学着怎么样子办一场绕境。最近阮就做这件代志，这是阮学校附近吼一间庙叫迄个王粉沉水。这福兴宫这王粉沉水是啥物人呢？伊是林爽文革命的第2号大头目。伫迄个文献内底，伊拢叫王芬。这个人吼，咱知影林爽文就是啥？林爽文其实就是规个清国时代迄个革命事件上大的嘛。最多族不是头一个吼，不是头一个，伊是最盛大、最多族群参与。泉州人、漳州人、客家人、潮州、专播，全台湾几乎都滚入这一场战役。王粉沉水伫迄个时阵翘去了后安怎？就变电风的神啦。伊嘛是规个清朝专播的即个革命事件内底，戴潮春啊、朱一贵专播，其实有人败哦。像朱一贵事件有一个叫杜君英的，有人败，但是伊无变做王爷。戴潮春嘛有人败，伊嘛无变做王爷。刚刚王芬变做王爷，因为伊是阮山那个人。阮最近就做一件代志，就是互这个囡仔吼去学安怎扛桥。这个囡仔因着家己扛桥，吼，因着家己扛桥，安怎去掠这个扫旗，吼，安怎去掠这个扫旗，吼，因大家扛桥掠扫旗，去社区吼，因迄个麻园这个所在是一个地方叫做麻园12庄。12庄的新民拢甲请来新桥内底，全部的囡仔吼，跟这个新桥去撩警，去阮学校的社区撩警，踅吼，佮踅入来阮静宜大学内底，阮迄天主教学校恁知无？这个神父足生气的，阮学校有迄种基督徒吼，天主教徒招来讲，温仲汉，你到底知不知道我们是天主教大学啊？可是我不是天主教徒啊。神父嘛就生气的，神父就讲我们学校学生为什么读了静宜大学4年，不知道我们是天主教学校？我是好的神父哦。然后常常讲，神父你可能不知道，我们学校在招生的时候忘记跟大家说，我们只收天主教徒。那其实无嘛，所以他们去做这件事情怎么样？应该可以去扛桥，他自己去扛神教，跟他站在旁边拿着摄影机拍摄那个神教，身体的记忆会不会一样？绝对无同。100%无同，他的身体会记住这个节奏，迄个韵律，迄个节奏。你这个桥要安怎扛，你这个人才有法度行会顺。你拜庙的时阵爱安怎参礼，骹步安怎踏，你这个仪式才会圆满。这拢毋是伫边仔看的人会知的哦。像这扫旗这要安怎摇，要安怎参，这牛线则无啦吼，牛线要安怎使用？这毋是你徛伫边仔看会知呢，这嘛毋是咱今仔日伫遮演讲吼讲的，咱就知影讲这仪式是安怎。这是爱实在去参与的。你若无去像遮吼，像这是伫做三片礼，即场三片礼，迄学生囡仔专程讲台语，知道无？为头到尾拢讲台语，迄个作文摕起来，作文逐字嘛是拢讲台语，家己就去写，家己就去念，所以。像这种经验吼，就是讲伊做这件代志，迄个经验伊是伫个生活的这种实践内底去做这件代志，所以伊这个物件，伊的身体才会记住它，它才会成为一种生活习惯。咱用嘴讲的拢无法度啦，嘴讲的拢无法度记起来。所以我头仔你头仔你讲的迄个是讲，我是感觉讲拜拜的时阵吼，真正爱。习惯跟甲新庙讲台语啊，爱习惯。我最近拢定定鼓励人爱定定拜拜，若佫毋拜吼，就真正无人拜啊。你即摆上大民间使用碰到上大问题吼，根本毋是政府的迄个政策，上大问题是啥？大家拢定定看新闻有看到嘛？路边凊彩就刻着一个神主牌啊！我有一摆伫迄个南投迄个草屯遐一间百世公庙啊吼。后壁伊迄后壁有一殿吼，拢伫放人放弃的迄个神主牌啊，规片100-200个，100-200个祖先在那边，
迄毋是100-200个祖先俩咧，你知影一个新竹牌啊代表偌济人，你知无？一个新竹牌啊内底可能有20-30个人呢，100-200个神主牌在那边，那里有几千人呢，你知道吗？所以基督教大家好，那个真的是。我真正不知道这未来会怎么样啊！所以民间信仰最大的问题，其实不是来自于政府啦，坦白讲，是真正基本就这人脱离了这个信仰啊，脱离了这件事情，脱离了之后他就回不来了，所以看你即摆家己吼，佮小可会使的时阵，赶紧讲挂。你就会记。时间差不多啊，我看唔通佮问啊吼。系啊，咱就主持一个过嚟结束咯。真多谢吼，今仔日真正就是时间，就是大家拢真热情啊，真踊跃吼。所以今仔日时间也真袂拄好，希望啦有即个机会咧，咱会当佮邀请就是中汉对无？中汉吼，来继续。分享也希望讲基金会咧，会当有搁较多元物件吼，希望以后就是你再找来进香啦，再来找来去可能来办代志吼，好来，非常多谢大家，谢谢。